多謝主席，尊敬嘅黃司長、各位官員，大家早晨啊！今日係司長上任行政法務司嘅第一次施政辯論。我亦都想咧同黃司長深入探討一個核心嘅問題。就係澳門要拼經濟，我哋嘅法律法規同埋政務服務咧，能唔能跟上節奏？真正做到放得開、管得住。呢啲咧唔單止係企業關心嘅問題，都更係我哋全社會關心嘅事。施政報告提到咧，要用法律推進放管服嘅改革，便民便商。我想同司長交換下一啲諗法。首先，我哋依家嘅行業嘅法律滯後嘅問題。客觀講咧，政府呢幾年咧確實做咗唔少嘅工作，優化營商環境啊，呢啲努力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嘅。但係有啲老舊嘅法律真係已經係跟唔上時代啦。我就攞幾個，即係依家好多嘅。我攞幾個出嚟講一講。譬如話駕駛學校嘅一啲教學規章嚟講，呢部法律咧已經係實施咗25年啦。依家嘅科技又發展得咁快。駕校想引進一啲模擬駕駛啊、線上嘅呢啲理論教學咧，都係冇辦法落實嘅，係咪？因為點解？因為我哋法律舊得滯，有一啲硬件嘅要求，法律對於硬件嘅要求，佢哋根本冇辦法跟唔上時代啦，根本冇辦法落地。令人更加着急嘅就係我哋新興嘅產業嘅發展嘅處境。我哋依家好多人都話，特別係施政報告都講話要搞低空經濟，但係空中航行嘅規章咧，對於無人機嘅重量、飛行嘅一啲區域操作人員限制咧，實在係太嚴格啦。企業想上市都係怕觸碰到一啲法律，可能一啲唔得做唔到。人工智能亦都一樣，依一個數據核心係生產力，但係個人資料保護法喺框架太過於我哋可以話僵硬啦。企業開展數據嘅訓練啊、產品創新呢啲都係瞻前顧後，唔夠膽去大膽去投資。呢啲法律咧，本嚟係產業發展嘅指南針，依家反而形成咗呢個絆腳石。再咁落去咧，澳門可能會錯過一啲新興產業嘅黃金期。施政報告咧要梳理各領域嘅法律法規，呢啲講真嗰句都講喺大家心入邊去。但係我係想知道呢啲梳理工作究竟有冇明確嘅時間表呢？邊啲舊條文要改，邊啲後改，能唔能俾行業一啲或者我哋社會一啲明確嘅預期呢？對於低空經濟、人工智能呢啲新興嘅領域，又點樣可以建立一啲靈活又有前瞻性嘅法律框架？既唔能夠唔管亦都唔能夠管得太死。呢啲咧，政府真係要切實攞呢一啲方案出嚟。接住嚟講咧，想同司長探討下一啲商業登記同埋企業招標問題嘅行政程序。政府喺審議嘅，依家我哋喺立法會交咗過嚟一個餐飲相關嘅一啲場所啊，同埋之前諮詢嘅特定業務嘅一啲規章嘅一啲草案啦。確實係推出唔少便民嘅措施。我覺得呢個係值得一讚嘅。但係商業登記嘅流程咧，我覺得太繁瑣。無論係依家去綜合大樓一站式，或者係網上辦理，未來可能我哋法律通過之後會網上辦理啦，都係收件轉遞審批呢啲咁嘅老模式。前台收咗件啦，要轉到其他部門去，轉到另外一個部門，呢啲部門審批核實一套流程落嚟呢，可能嗰個時間已經係好耐啦。我覺得太耐時間啦。大家都知道內地嘅做法，人哋設一個窗口，審批人員集中辦公，真正嘅做到乜嘢呢？受理審批出證一條龍服務，效率係非常之高嘅。澳門點解唔能夠借鑑呢啲咁嘅經驗呢？減少層層遞交嘅環節呢？將管理嘅重點擺喺時效監管上面，咁樣就能夠縮短整個審批嘅時間，又能夠提升行政效率。呢啲先係真正到簡政放權。再講到企業參與政府投標嘅問題啦，呢啲呢都係好多中小企嘅心病。企業每次投標都要重複提交商業登記、公司章程、社保、繳費等等呢啲咁嘅證明文件，每一次都嘥唔少時間，分分鐘要請一個人嚟專門負責呢啲工作。依家一戶通、雙社通都
推廣咁耐啦，技術基礎都有啦，點解唔能夠實現跨部門數據共享呢？俾我哋嘅企業一次授權，政府各部門之間互通資料，唔使再去反覆提交呢啲咁嘅文件。呢啲呢，我覺得既係企業嘅負擔，即係減負，又能夠提高我哋整個投標效率，可以一舉兩得。咁希望呢司長呢，可以睇下諗一諗，可唔可以盡快推動呢項工作？另外呢，就係一個政府已經可能係行政程序啦，結算對於企業即係一啲政府項目結算期太長，中小企本嚟資金嘅壓力就已經好大啦，仲要承受政府呢啲項目之後，仲要墊資嘅時間好長，要攞翻錢呢，我覺得呢啲呢係對於企業嚟講係雪上加霜，甚至要影響企業嘅正常運作。咁最後呢，我想講一講關於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嘅問題。早一排4中全會，仲有舊年習近平主席嚟到澳門都強調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可以講話呢啲唔單止市民關心嘅事，更係國家重視、特區必須完成嘅戰略任務。咁今年嘅施政報告亦都提出類意改革提效能，制定咗3層能力框架、培訓體系、淘汰形式化嘅呢啲課程。研究跨職程晉升呢方面呢，我覺得係非常之好，我亦都非常之支持。咁所以我特別關心嘅係點樣通過培訓、績效晉升呢啲咁嘅改革措施呢？政府具體要點樣培養霍級型嘅公務員呢？要點樣嘅建立一啲評核嘅制度呢？鼓勵佢哋主動累積跨領域嘅經驗，承擔更多嘅工作，又點樣去將呢啲工作嘅表現最後落實到對市民同埋企業嘅服務上面，真正推動澳門嘅發展呢？呢個我都非常之關心嘅。咁另外呢，施政報告亦都提到會撤銷過時或者係呢啲萎縮嘅業務，將有條件嘅電子化非核心輔助工作呢，通過市場化嘅方面嘅提供。咁我想知道非核心可外判嘅業務究竟係邊一啲呢？係咪一啲文書嘅即係列印啦、設備維修呢類似嘅工作啊？定係涉及我哋公共服務嘅一啲其他事項呢？咁希望政府能夠攞出明確嘅説明，俾我哋社會各界能夠更加好理解同埋支持改革。多謝司長。黃捷貞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大家早晨。司長剛上任呢，差唔多1個月啦。喺度呢，預祝你工作順利。亦都期望呢喺你嘅帶領之下呢，行政法務範疇呢，各位同事呢，齊心協力啦，喺現有嘅行政法務嘅基礎上邊啦，可以呢創出更好嘅成績啦，兌現我哋施政方針裏邊嘅承諾嘅。公共行政範疇咧係行政法務範疇裏邊嘅一個重點嘅工作啦。自公共行政改革小組成立之後啦，其實都推出咗一系列嘅公共行政改革嘅措施啦，包括推進人力啦同埋公共資源嘅精細化嘅管理啦、部門架構重整同埋將相關嘅人員架構咧更加優化嘅。早前咧行政長官亦都講到啦，將會按部就班咧去推進各項嘅一個工作。並且咧強調咧喺公共行政改革之下咧，唔存在縮減或者係解僱人員啦、降薪或者降職嘅情況。亦都向公務員啦派咗定心丸嘅。不過司長，行政改革咧少不免咧就會對公務員嘅團隊咧帶嚟一定嘅挑戰啦，同埋一定程度咧都會令佢哋擔心咧喺現有嘅工作崗位上面咧自己嘅一個職能嘅分工啦，甚至未來嘅部門調整咧都會有一定嘅挑戰或者係唔適應。因此咧，想問司長喺而家咧推動公共行政改革同埋架構重整嘅同時咧，點樣咧去安撫咧我哋前線嘅同事咧，讓佢哋咧可以面對咧未來架構重整嘅時候咧，可以咧得到自己一個適應啦同埋合適嘅一個工作嘅環境啦，同埋空間嘅。同埋咧，而家咧喺餘額制嘅情況之下啦，其實好多政府部門嘅同事係同時反映啦。隨住我哋嘅退休啦，又或者係有一啲特別嘅狀況啦，部門裏邊咧都會出現一啲人員調配啦不均嘅一個情況。某程度上咧係增加咗咧前線人員嘅工作量嘅。而喺施政方針裏邊咧都提到啦，未來將會咧標準化咁樣啦去評估咧而家唔同
同嘅政府部門裏邊嘅崗位嘅職類嘅分佈啦，同埋咧去有關嘅一個調整人員短缺方面啦，咁其實佢哋前線嘅人員呢，都希望咧可以更加合適嘅。咁所以咧都想問下司長，未來咧去衡量唔同部門嘅人員嘅數量上面咧，點樣設定呢個標準，同埋點樣可以合理化咁樣評估唔同部門嘅人員嘅一個需求㗎。咁而喺職程制度上面啦，咁其實都睇到啦，過去咧就住公務人員嘅職程制度啦、公共部門嘅行政工作人員嘅通則呢啲法律啦，都作咗一定嘅一個修訂嘅。咁但係咧，對於一啲稽查啦、海事人員啦同埋郵差啦呢啲特別職程嘅一啲職務嘅工作啦同埋職程嘅制度啦，咁其實過去咧亦都有作過相應嘅諮詢啦，就話可以咧調整佢哋嘅一個職程制度，讓佢哋嘅而家嘅職程制度咧可以配合翻咧而家佢哋原崗位嘅一個實際需要嘅。咁想問咧，未來司長就住職程制度再調整上邊咧有啲咩嘅諗法咧？咁同埋就係喺人員嘅橫向流動方面啦，咁點樣去簡化相關嘅職程啦？咁讓我哋橫向調整嘅時候可以得到一個合理嘅安排啦，同埋喺我哋講緊跨司晉升制度方面啦，咁今次喺施政報告裏邊呢都好好嘅，咁提到咧就係話咧會打破我哋部門之間嘅壁壘啦，促進人員合理咁樣向上流動，實現人盡其才、人才其用嘅。咁特別我留意到咧喺施政報告裏邊都提到啦，要透過學用考升，咁想問啦，點樣將呢4個字透過我哋實質嘅制度化去實踐，而令到我哋嘅公務員啦，真係可以透過呢4個步驟，可以真係跨職程咁樣晉升。同時咧，就係我成日都講噶，公務人員咧，其實獎賞嘅制度咧都係需要嘅。我哋成日都講激勵啊嘛，唔好淨係成日講要問責，激勵先至可以令到公務員嘅士氣得到提升。咁想問啦，司長，未來咧喺公務員嘅工作表現嘅獎賞制度方面咧，會否考慮？同埋咧，就係咧喺有關嘅制度調整上邊咧，點樣去再進一步咧，透過諮詢啦，去推出一啲激勵嘅措施咧，令到我哋公務員嘅士氣可以提升嘅。咁仲有嘅咧，就係對一啲低層嘅公務員啦，因為咧今年咧大家都知道咧，公務員係冇作有關嘅一個調薪嘅。咁但係對於一啲基層公務員啦，其實佢哋好希望咧可以透過未來調整一啲家庭津貼啦、房屋津貼啦，去讓一啲低收入嘅公務員啦，可以得到喺家庭上邊咧嘅開支咧得到補助嘅。都希望司長咧可以就住未來嘅一啲就住家庭相關嘅一啲補助津貼啦，可以考慮作相應嘅一個調整嘅。咁另外啦，就係喺部門架構重整方面啦。咁對於一啲譬如而家已經喺我哋立法會討論緊嘅一個修改市政署嘅一啲架構職能調整嘅問題啦，咁同埋嚟緊亦都會就住公務局啦、公建局啦、經科局啦、消委會呢啲咧都會進行一啲部門嘅一個架構重整，但係咧都留意到啦，文化局同埋體育局啦，未來都會有會合併啦。咁咧社會上面都有唔同嘅聲音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兩個局咧嘅人員咧都比較多，咁佢嘅服務嘅對象咧同埋整體嘅工作方面咧，其實真係好大唔同嘅喎。咁想問下司長，呢兩個局嘅合併咧係基於咩嘅原因嘅一個考慮啦？咁如果要參考香港嘅話咧，咁其實咧佢就其實都將呢個旅遊局咧拼埋一齊嘅，叫做文體旅。咁未來會唔會都有呢個嘅方向嘅一個趨勢咧？咁樣去協同發展咧，有關一個體育旅遊啦、文化旅遊嘅一個協同發展嘅一個趨勢嘅。咁啊，仲有嘅就係我都比較關注一啲市政領域上面嘅問題啦。咁非常之高興嘅咧，就係市政署咧呢幾年啦都接納咗咧社會大眾嘅意見啦。咁喺兒童遊樂設施方面啦、公園方面咧，亦都係不斷咁樣持續咁樣去優化。咁剛才講到嘅就係講北區8個嘅休憩區嘅重整咧，喺年底將會完成啦。咁我都想俾少少嘅建議咧，因為北區咧長者咧其實係比較多嘅，咁點樣引入一啲同長者相關係嘅一啲設施設備咧？咁可能都要着重去考慮一下嘅。咁同埋就係喺新橋啦、下環區啦當中咧一啲兒童遊樂設施咧，的確咧亦都係唔足夠嘅地方。咁所以期望咧司長未來咧可以全面咁樣評估啦澳門各區嘅人均嘅休憩面積咧，同埋遊樂設施嘅數量。咁特別咧就係其實咧喺市政署嘅大力推動下邊咧，其實每個
地區嘅公園咧，而家都有少少特色喺度㗎啦。咁希望未來咧可以持續再優化，真係做到咧區區有特色嘅公園，成為一個咧社區旅遊嘅一個品牌。咁所以希望咧未來咧喺引入相關嘅元素裏邊咧，可以更加突顯嘅。咁仲有就係喺兒童遊樂設施方面咧，今年好好嘅就係將會喺政府綜合服務大樓咧去增設兒童探索館。咁我睇翻咧相關嘅一個進程咧，其實都需要3年，至少3年嘅時間。咁我期望市政署咧都可以加快相關嘅一個進度啦。咁同埋咧可以將呢個室內兒童遊樂設施嘅概念啦引入到其他嘅區份，例如咧喺北區咧祐漢街市裏邊咧，其實都有一啲空置嘅空間。咁林茂塘海邊嘅臨時提督街市咧空置咗咧都有2年嘅時間。其實可唔可以將而家現有嘅一啲室內嘅設施都可以作出規劃，變成一個兒童啦、青少年啦綜合活動嘅一個康體表演，甚至係展覽文創嘅一個市集，去提升咧呢啲市政署下邊嘅一啲空置嘅一個場地嘅一個用途嘅。咁而喺街市管理方面呢，咁好好嘅就係其實而家都作咗相應嘅一個優化啦。但我哋睇翻而家全澳咧有200多個空置嘅攤位，未來點樣去善用呢？謝世王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大家早上好。司長客套嘅説話我就唔再講啦。以下我有幾個問題咧，就想同阿司長探討一下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我一直咧都有向特區政府提出咧，就係關於退休付出金制度嘅公務員自願提前退休申請呢個問題嘅。咁現時咧確實仲有一批咧就退休及付出金制度嘅公務員啦。咁其實為數唔多嘅。咁而當中咧，因為各自嘅家庭身體嘅問題啊，或者係喺希望咧都能夠係提前退休去照顧家庭或者係休養身體嘅。咁司長或者就呢個問題咧，我哋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啦，睇睇司長可唔可以從呢個角度去考慮，因為係參考內地公務員嘅退休機制有2種嘅。第一種嘅係法定退休，通常嘅職位咧係男性滿咗60歲，咁女性咧係滿咗55歲退休。如果女性達到處級幹部以上咧，就要60歲。咁如果男性嘅職位咧，如果係去到省啊部級以上嘅話咧，咁退休年齡咧通常咧都會超過都唔會超過65歲嘅。咁第二種咧就係自願退休機制。咁符合呢2種嘅條件咧，公務員本身咧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實際嘅意願申請去提前退休嘅。咁第一種嘅條件咧係男性咧係滿55歲，咁女性咧係滿50週歲嘅。咁而且咧工作年齡咧係滿30年，咁或者係20年嘅。咁距離呢個退休年齡咧係不足5年嘅。咁經任免嘅機關批准可以提前退休嘅。咁對於家庭嘅成員咧，尤其係小朋友啊、長者嘅身體需要家人去持續去關注啊。咁而呢啲家庭嘅日常嘅生活嘅狀況咧，大多數咧都係由女性去處理嘅。咁而女性嘅本身咧，亦都係有以前因為生育嘅情況咧，令到身體變為特別差嘅。咁加上平時又要操勞嘅家務上嘅工作啊。年齡到40至到50歲咧，咁多少都會出現一啲毛病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所以內地咧可能係根據有關特殊嗰個問題而調整嘅。咁將女性嘅公務員退休嘅年齡咧係縮短嘅年期嘅。咁司長，其實可唔可以考慮，如果佢哋能夠提供資料又符合上述嗰個條件者咧，可否即係將佢哋嘅退休及付出金制度嘅人員咧嘅女性公務員咧嘅退休年齡咧縮減到滿25年，或者係唔需要佢哋滿咗55歲。如果佢哋係自願想離職嘅情況之下咧，容許佢哋可以自由選擇去申請退休。咁而係另一方面咧，又可以就呢個問題騰出一啲空位出嚟，去俾多啲嘅年青人進入去填補有關嘅空缺，相信可以解決青年人失業嗰個問題嘅。咁同時咧，亦都可以藉此留住我哋澳門嘅人才。所以希望司長咧能夠考慮一下嘅。咁第二個問題咧係近期公務員咧擔任呢個處長官職資格嗰個課程問題嘅。咁司長，特區政府推動處長官職嘅資格嘅課程培訓咧，滿意咧係絕對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問題咧係在於點樣保證有意願且有能力嘅青年咧嘅基層公務人員咧能夠公平咁樣去報讀有關嗰個資格嘅課程嘅。咁而按現時嗰個安排嘅排序咧。有部分嘅公務員咧擔憂咧，日後嗰個公務員咧，如果係有意願，咁咪有能力去尋求呢個晉升，但係上級咧次次都未能安排到佢哋成功報讀有關嗰個資格課程，咁樣就阻礙咗佢哋嘅發展。咁雖然特區政府近年咧一直係整頓公務員內部嗰個工作嘅氣氛嘅，但係亦都冇辦法去避免有少數嘅部門內成行嘅自己人小圈子嗰個文化。
如果將報讀權咧完全交俾佢哋嘅領導去推薦嘅話咧，咁難以全面發掘潛力人才嘅。咁所以本人向司長建議咧，可以保留由領導推薦嘅名額。但亦都釋出一定嘅數量自行報名啦，咁讓俾有意願報讀公務員嘅，亦有爭取向上流動嘅機會，咁避免咗埋沒咗優秀嘅人才嘅。咁第三個問題呢，就係有關公務員招聘嘅流程嗰個檢討嘅。咁司長，現時公務員招聘中呢，仍有大量嘅係唔透明嘅、唔公平嘅現象有出現嘅。咁我亦都收到相當多嘅反應呢，係表示經過重重嘅難關，喺筆試嘅時發揮出色，面試亦積極表現，但係結果係難以體現到招聘嗰個公平性嘅。或者我喺呢度呢都講一啲經常發生嘅情況啦。咁有啲部門呢招聘嘅公務員時呢，筆試成績相對係名列前茅嘅。咁但係呢，就呢個學歷且呢個學歷係非常之出色嘅，談吐亦都係優秀嘅青年嘅應聘者喺面試之後呢，就因為面試嘅分數咧就極為較低嘅，咁經過詳細嘅了解咧，亦難以了解到面試嘅分數點解會極端咁低分到佢原因。咁相關嗰個應聘者咧係按相關法律嘅法規咧進行呢個流程，咁結果咧係依然咧係難以服眾嘅，咁且亦都冇合適嘅地方可以去反映。咁呢同埋咧有關嘅部門回應咧就説服力係嚴重係不足嘅。咁由於搜證難，去到廉政公署反映根本就唔受理，甚至係要求對招聘流程作整體嘅全面嘅調查，亦都不受理。咁喺呢一種嘅情況咧，經常都會發生嘅。咁特區政府對此是否係應該檢討現行嗰個招聘嘅流程，俾我哋嘅有關嘅部門啊，能夠喺繁複嘅招聘過程入邊咧，就能夠真正去選拔到有能力同埋有願意能夠希望即係能夠進入呢個特區政府服務嘅優秀人才。咁第四個問題呢，係街市活化嗰個進度嘅。咁司長隨住我哋澳門嗰個消費模式嗰個急劇啦，咁對傳統嘅市集呢，尤其係街市造成個極大一啲嘅衝擊嘅。咁特區政府近年嚟呢，就街市嘅改造活化推行咗一啲新嘅政策，咁新嘅同埋一啲新嘅措施。咁截至到現時嘅階段呢，成效咧到底係點樣嘅咧？對於活化嘅街市嘅經營嘅情況咧，相關嗰個部門咧有冇初期作出嘅嗰個歸納？因為咧據了解，水上街市啊、氹仔街市啊，活化已經推出咗一段嘅時間。但係我收到咧有意願競投嗰個商戶反映咧，雖然特區政府咧係屬下咧嗰個租金係比較平嘅，咁但係經營就受到一個極大嘅限制嘅，可以講係連基本嗰個經營嗰個時間都要以一種嘅極度僵化同埋固化嘅控制，實際上咧係過於干涉呢個經營嘅。先唔好講話個成效係點樣先啦，咁樣會點樣？咁樣咧係會打擊有意經營人士投標嘅熱情嘅。咁經營商戶咧就非受聘於人嘅，咁連最基本嘅自主權，佢哋都係嚴格被限制，咁受限於固化嘅條件嘅約束啦。咁樣係難以釋放商戶自主創新個意願嘅。所以司長對於現時嘅街市個活化嘅了解嗰個情況係點嘅咧？咁相關嘅部門咧係有冇定期係與呢個經營嘅店鋪或者係主動積極向社會有意願投標去街市攤位嘅人士進行一啲諮詢了解。咁以上嘅問題咧，我都想請司長回應一下嘅。多謝司長。何建林議員，多謝主席，尊敬嘅司長同埋各位官員，大家好。咁啊喺司長上任嘅第一個月，咁啊都祝司長同埋各位官員呢工作順利。咁喺呢度咧就住來年嘅行政法務領域咧，我有幾個問題想同司長去交流一下嘅。首先係關於喺司長提到好多政府嘅科學決策，建設有為嘅政府。咁未來嘅時間係點樣可以更好地提高或者係更精準地去完善我哋政府嘅科學嘅決策嘅機制，都係我覺得係建設有為政府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環。政府早前亦都成立咗多個跨部門嘅協調小組，我想請問司長，當前嘅成效係點呢？會唔會引入更加多嘅科技工具去提升我哋決策嘅科學性同埋跨部門嘅協調嘅能力？另外亦都想同司長去探討一下優化同埋透明公務員嘅晉升機制，完善我哋公務員嘅晉升路徑同埋科學制定嘅機制，係激勵我哋公務員重要嘅舉措。請問當局會唔會有一啲或者嘅標準，或者係一啲科學嘅人員績效評估方法，去提升人員嘅晉升嘅客觀性同埋公平性？
亦都會唔會考慮引入第三方部門或者機構呢，對我哋人員績效進行評估？另外，對於涉外嘅服務嘅職位，會唔會引入市民嘅評價機制？會唔會計劃都去完善並且透明我哋跨部門晉升或者係移動嘅機制呢？另外，就住政府嘅諮詢組織，我都想提一提有啲意見嘅。我哋而家政府唔同嘅諮詢部門呢，一共有36個。諮詢組織嘅設立嘅初衷係加強特區政府同埋我哋社會之間嘅互動同埋互信。請問當局會唔會喺優化完善我哋諮詢組織入邊嘅管理，令到佢更好地同埋更加充分地可以發揮到諮詢組織嘅功能？頭先司長喺引介度提到，亦都喺施政報告都有講到，會對市民意見嘅處理同埋線上接待咧會有提升嘅。咁喺呢個方面，我想問下，來年我哋點樣可以更加好地建立更直接有效同埋便捷嘅渠道，讓我哋市民可以更好地去就住佢哋嘅意見去同特區政府直接地去互動。除咗意見收集之外，做好回應呢，我覺得都係好必要嘅。除咗我哋建立嘅系統會令到件嘅市民意見都會有回音之外，會唔會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嘅手段去優化、去分類同埋簡單地可以將一啲問題咧透過 AI 就可以回應到？喺司長提到嘅行政服務優化入邊呢，放管服嘅優化亦都係其中一個創新嘅理念。我哋而家睇到啦，喺餐飲食同埋飲料場所一站式嘅發牌程序，同埋而家我哋審議緊嘅餐飲及相關場所嘅業務法入邊呢，都係對好多嘅審批嘅流程都作咗簡化同埋優化嘅。請問除咗喺呢個之外，未來我哋會唔會喺補習社、藥房等等商業準照簡化嘅申請同埋審批入邊呢，去解決審批難、動工難同埋開業難嘅問題？會唔會喺呢一啲行業入邊會參照我哋而家飲食同埋飲料場所一站式發牌程序進行放寬、簡化，同埋透過商社通呢啲電子平台，可以實現更好地去驗收同埋審批嘅程序，提升我哋社會整體嘅效益。頭先有議員都提到，今次我都聽到喺司長嘅引介入邊呢，過去幾年我哋都做咗唔同嘅街市同埋小販工作嘅一啲活化嘅。咁我都想聽下過去幾年包括紅街市、水上街市一啲活化嘅入邊嘅成效係如何？活化咗之後，同活化嘅成本同埋而家嘅成效嗰個對比係點樣？因為嚟緊我都聽到年底氹仔街市嘅20個輕食文創同埋咖啡茶座咧都會有序地開展，咁亦都收到400幾份嘅標書，咁啊證明咧呢個嶄新嘅經營模式同埋嶄新嘅街市形象係得到認可，亦都可以吸納一啲新嘅營運者投標爭取經營。但係亦都聽到喺市場上聽到咧喺氹仔方面，因為多咗呢20個輕食嘅文創攤位，令到周邊營運緊嘅中小微企嘅壓力亦都加大，因為做得好，佢哋嘅成本係較低，我哋亦都係俾一個好好嘅空間俾佢哋。咁但係現有經營緊嘅持份者亦都會覺得有少少唔公平嘅待遇，因為佢哋交緊一個昂貴租金，亦都係做咗咁多年之後，而家有啲新嘅競爭係政府設立咗俾佢哋嘅。咁我見到未來喺台山同埋筷子基嘅小販區呢，我哋都會進行優化。咁呢啲地方而家亦都係正係我哋澳人北上嘅一個重災區。咁如果我哋進行咗優化之後，如果亦都去再引入啲新嘅經營模式，會唔會對現有喺台山或者筷子基嘅商戶會更加大嘅困擾？咁呢個我都想同司長去探討一下嘅。另外，我哋見到澳門半島南岸海濱綠廊呢嘅推動，見到係市政署非常之大嘅積極嘅作為，但係居民區嘅休閒空間嘅訴求呢，仍未被滿足嘅，完全滿足。當局會唔會考慮以臨時非長期，包括譬如5至10年嘅相對具彈性，亦都可以功能可變嘅建設形式，先讓更加多嘅閒置土地能夠成為休閒同埋文化藝術空間，提升同埋增加市民親子遊樂、健身、文化藝術展演同埋公民教育
等等互動場地，可以更加多嘅釋放更加多嘅空間去建設我哋更好嘅幸福嘅澳門。最後一點呢，我都想同司長探討下。雖然司長頭先最尾都講咗，未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咧係歸咗經濟財政司去管理，但係喺整個報告入邊我睇到其中一個咧係過去一段時間，截至8月底，特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政府咧已經完成咗對包括華潤萬象世界、縱琴、港澳智慧城等等9個項目嘅收購，收購面積係超過43.6萬嘅平方米。去籌措保障房同埋人才房嘅建設。我想請問下，當其時喺收購嘅時候嘅選址嘅依據同埋平均嘅價錢係點樣去釐定？咁當然未來會唔會再有更加多嘅收購計劃？且收購嘅目的同埋同上述嘅人才住房保障會唔會有唔同呢？多謝司長。劉俊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大家早晨。銳意改革提效能係我哋明年施政嘅一個重要主題，亦都係我哋特區政府咧係回應習主席咧提出4個着力係提升我哋治理效能嘅一個希望同埋要求嘅一個回應。司長嘅範疇咧係孭重飛嘅，係責任重大嘅。係行政長官喺個施政報告入邊呢，第28頁咧係提出要加快推進放管服嘅一個服務。喺司長嘅範疇入邊呢，26年嘅施政方針第一項就已經開宗明義咧，就將呢一項嘅工作咧係擺喺明年度施政範疇入邊咧係首要嘅一個項目。但係我啱啱發現咧喺文字上邊咧係同長官個施政報告入邊咧爭咗2個字，係爭咗加快2個字。加快，長官28頁入邊咧，喺明確係寫住要加快推進我哋個放管服改革。司長範疇少咗2個字，但係當然咧喺司長嗰個範疇入邊咧，佢擺第一位已經係體現咗。但係爭呢2個字咧係同長官入邊嗰個心急嘅態度同埋迫切性嘅要求爭有少少唔同，係嘛？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尤其係放管服咧，係我哋銳意改革嘅一個同埋深化或者深入推進我哋公共行政改革嘅一個重點同埋核心嘅一部署之一嚟嘅。入邊咧亦都提到咧係檢視同埋修訂各項行政準照管理制度，減省對經濟活動不必要嘅審批條件同埋程序，釋放同埋激活我哋嘅經濟同埋社會嘅活力。喺呢一方面咧，我係十分之認同嘅。咁想喺呢度咧，亦都係想請司長咧，可唔可以同我哋進一步咁樣咧，係介紹一下我哋放管服嘅一啲具體嘅一個內涵，同埋有啲咩做法咧？係當中提到嘅係不必要嘅審批條件同埋程序係有啲乜嘢咧？因為我哋個施政方針入邊咧係冇提到咁具體嘅。所以喺度咧，希望司長睇下可唔可以咧係具體少少，同我哋講一講。仲有就係可適度放寬嘅事項，可轉為市場調節。呢個好重要，因為我哋我記得長官喺參選過程入邊咧，亦都係好強調咧呢個公共行政改革提升效能嘅方面咧，就係要將市場嘅屬於市場嘅職能歸還翻市場。呢個行政改革入邊咧，好重要嘅一個理念。咁陣間又想聽聽司長咧，可唔可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係同我哋講多少少，有邊一啲嘅可以放寬俾翻市場去做咧，係嘛？但係就可轉為市場調節嘅事項入邊咧，我哋喺放管服，尤其係叫做放管結合嘅理念下邊咧。我哋係需要有一啲配套嘅一啲監管嘅一個機制嘅，係確保我哋簡化審批嘅同時咧，可以咧係防控一啲嘅風險同埋有效嘅監管。喺呢一方面咧，又聽聽司長啦，睇下可唔可以有多少少嘅一啲信息啦。話時間過得好快喎。第二條問題咧，
關於就係加快我哋公局頭先幾位同事都有提到啦，司長嘅施政方針入邊咧，亦都係提到咧就係公務人員嘅跨職程嘅一個制度嘅問題。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其他同事咧頭先亦都係提到嘅。喺長官嘅一個施政報告入邊第29頁咧，同埋司長嘅方針第52頁入邊咧，係亦都明確提出咧係要有跨職程嘅一個晉升嘅制度，激勵我哋公務人員嘅一個進取同埋士氣嘅。咁頭先黃潔貞議員咧亦都係提到呢一方面。呢個具體係點樣去操作？點樣去做呢？點樣可以更好咁樣發揮我哋現有嘅尤其喺員額管理制度呢個叫進一步實施嘅一個同時入邊呢，點樣更好咁樣？我覺得呢個呢亦都係做得好嘅話呢，亦都有係可以呢係更好咁樣係激活到我哋嘅公務人員嘅一個士氣嘅。咁啊想司長喺嗰個施政報告入邊呢，即係長官嘅施政報告嘅一個附件第72頁入邊呢，第5項呢係提到呢係要穩步推進跨職程晉升制度嘅設計同埋試行。咁喺司長嘅一個方針第53頁入邊呢，亦都係提到有一啲相關嘅，但係1、2句説話呢，又唔係咁具體，睇一睇陣間司長有時間嘅話，可唔可以亦都同我哋係分享一下呢？係點樣係一個叫做係設計同埋試行嗰方面呢，會唔會有一個獨立嘅一個審核嘅一個機制呢？喺司長嘅方針第53頁入邊係提到係由行政公職局作為第三方嘅。咁呢個呢係點樣係可以強化個流程監管，確保我哋嘅一個晉升工作公開、透明、公平同埋公正呢？另外就係特區政府會唔會係制定一套規範跨職程內部晉升嘅基本嘅一個標準呢？因為我哋政府公務員嘅職程係好複雜下嘅，係嘛？如果統一嘅一個呢，又比較難去處理。或者係會唔會有針對唔同範疇公務人員嘅一個職程嘅特點呢？係制定差異化嘅一啲方案呢？點樣兼顧制度嘅統一性同埋唔同崗位嘅一啲特殊性呢？呢個係比較難嘅。咁啊，陣間亦想聽一聽呢，係司長咧喺呢一方面呢，有冇一啲新嘅一啲思路諗法啊？避免一刀切咁帶嚟一啲執行上邊嘅一啲困難。第三方面呢，就係關於就係拓展跨境政務服務嘅一個相關嘅問題。呢個其實好多市民呢都好關心。咁喺長官嘅一個施政報告入邊呢，第29頁呢亦都係提到呢係積極咁樣係拓展跨境嘅政務嘅服務。咁啱聽頭先司長嘅一個引介入邊呢，亦都係提到呢一方面嘅。咁我本來呢，我睇一睇就係司長入邊一個長官嘅個施政報告內容入邊咧係冇提到係雙向叫雙向奔赴嘅一個概念嘅。咁啊司長嘅方針入邊咧第56頁咧係有提到嘅，係要叫做睇先叫做會研究引進更加多嘅灣區嘅政務服務機咧喺我哋澳門呢度咧係方便我哋澳門嘅居民同埋企業咧，或者喺澳門嘅一啲叫做內地嘅遊客或者居民咧，可以零出關嘅服務。可以就地咧喺澳門係辦理一啲相關嘅一啲服務嘅。咁啊，想司長咧睇下同我哋可唔可以多啲介紹一下啦？因為時間關係，陣間留翻啲時間咧，我可以叫做追問嘅環節上邊咧我再提一提，好嘛？唔該晒，多謝主席，多謝司長。請黃司長作答。多謝主席，多謝頭先5位議員提出嘅問題都好豐富啊！咁就施家樂議員提到嘅關於即係呢個放管服嘅呢個改革呢，講到即係要放得開又要管得住，呢個就係即係呢個目的。亦都係個內容框架就喺呢度，要放得開，亦都要管得住，要確保安全同衞生嘅前提之下呢，係能夠推動提升呢個施政效能，呢個係最關鍵一個方面。另外一個你提到嘅呢個低空經濟呢，其實呢行政長官有個批示嘅，就係呢個由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嚟擔任協調單位，即係作為低空經濟發展嘅工作組。
咁啊，呢個工作組呢，總共有12個部門嘅。今年8月份舉行咗首次嘅會議，探討澳門低空經濟嘅發展策略、應用嘅場景同埋監管嘅框架。即係而家呢個工作呢，而家做緊嘅。咁將來即係如果有研究方向、研究策略出嚟嘅時候呢，會去不斷去推進嘅。咁呢個係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係關於即係你話有啲係法律滯後方面嘅問題呢。如果法律全部都先進，就唔需要我哋法務局，係嘛？呢個呢就永遠法律都要不斷去優化、不斷去探索，睇有冇漏洞、有冇空間、有冇滯後。呢個就係我哋嘅工作，就係法務局嘅工作。行政法務，其中法務係一個重點嘅領域，所以法律呢個係一定要做嘅。咁但係呢，其實去呢個法律清理同埋適應化工作嘅時候，張司長、張主席。個期間呢係做到大量嘅工作，其實呢就係已經係對不適應同埋未能配合社會發展嘅規定進行檢視同埋修改。其實呢個工作呢係做咗嘅。咁就對本澳係1976年到1999年嘅呢個公佈嘅呢個2123項法律同法令進行清理同適應化處理已經係做咗啦。咁係4項法律清理、法律公佈之後，現嚟嘅法律同埋法令嘅清理同埋適應化立法工作已經階段性完成。但係呢個唔係話係一個終結，而係喺呢個成果基礎之上，我哋可以繼續去推進。所以我頭先所講法務局嘅工作，我哋就要做呢方面嘅工作，不斷去清理、不斷梳理，有邊啲係滯後，邊啲係要進行優化，邊啲係進行修改，甚至有啲法律係要重新制定等等，即係呢啲工作係要做嘅嚇。咁另外呢，就係你講到嘅呢個即係低空經濟法律框架，即係頭先我講呢個小組嘅問題呢。如果係將來佢研究過之後，如果需要進行立法，包括咗人工呢個智能啊，或者係個人資料保護方面嘅問題，如果係需要譬如講佢係對我哋行業發展，對於即係社會嘅可持續發展，如果造成影響的話呢，我哋會去進行評估，係同埋去考慮進行修改或者係制定嘅。關於就係呢個餐飲場所嘅法律制度方面問題呢，其實去我哋一般性通過即係討論嘅時候呢，對呢個法案呢係有進行有關嘅呢個討論嘅。咁其實嘅呢個立法嘅目的啊等等，即係呢個已經係有一個即係比較即係清晰嘅呢個規定。小組會嘅時候，我哋亦都可以進一步探討嘅。咁因為時間問題，我就唔即係詳細去講。下一步如果係有時間嘅時候，我再呢方面再詳細去講，好嘛？另外呢，就係你提到嘅關於即係呢個商業登記方面嘅問題呢。為咗優化呢個營商環境同配合電子政務發展呢，特區政府係不斷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推動不同類型嘅商業登記嘅電子化同埋優化公共服務流程，尤其係簡化公司設立嘅手續，實現公司設立登記同埋全程線上辦理助理特區嘅呢個商業活動嘅。咁其實呢啲呢近年推出包括網上預約服務、網上查詢現場輪候情況，同埋辦理呢個進度網上繳費，同埋發出商業登記電子證明，提升商業登記服務效率等等。仲有呢雙寫通。咁大家知道，如果了解雙寫通的話，雙寫通亦都平台推出咗公司設立全程電子化、商業名稱可以登記證明全程電子化，同埋自然人商業企業主首次登記嘅全程電子化服務等等等等，呢啲全部都有嘅。如果你詳細了解的話，你就可以睇到呢方面嘅情況啊。咁就其實呢度有好多具體嘅一啲事例嘅。你出生一件事啊，結婚一件事啊，汽車嘅呢個所有權嘅首次登記、轉讓登記啊，同埋商業登記好多嘅項目已經電子化㗎啦。所以可能你嘅呢個商業活動唔多啊，所以希望你多啲你就了解多啲㗎啦，好吧？另外呢，就係跨部門嘅呢個數據共享嘅問題呢，其實呢個呢就係已經係。即係公職局呢已經係做咗呢方面嘅呢個設計㗎啦。咁呢個特區政府為咗靠政府嘅呢個數據開放平台呢，就係秉持安全開放、數據賦能嘅呢個原則嘅。
咁亦都係積極聽取社會意見同埋訴求，持續加大政府數據開放力度，高不同領域嘅使用者係獲取嘅。咁到而家目前為止呢，就係一共有1165個數據集呢，涉及46個公共部門同埋其他機構同埋非諮詢組織委員會，涉及咗旅遊博彩、公共交通、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創業營商15個主題嘅領域。咁呢啲數據呢，全部都開放嘅。所以你講到呢個數據共享問題呢，其實而家係做緊㗎啦。咁而且呢，將來力度會不斷去加大嘅。咁另外你講到嘅呢個政府嘅呢個決算期太長呢，呢個應該問問戴司長，問戴司長。咁當然即係法律制度嘅優化呢，呢個係即係行政服務範疇全力去支持，同埋即係如果係進行有關修法或者立法嘅時候，我哋呢度會進行有關嘅配合嘅。咁提升呢個政府施政效能嗰度呢，你提到嘅呢個即係公務員培訓，咁即係呢個培訓呢，就我施政報告入邊亦都有寫嘅。施政報告呢，其實公務員培訓呢，就係有3個方面嘅培訓，一個係叫基礎通用能力嘅培訓，涵蓋咗公務價值、職業道德、法治觀念同埋公務服務意識，強化公務員嘅使命嘅認同同埋倫理嘅底線。呢個係首先係前提係基礎。我喺接任行政法務範疇即係呢個工作之後呢，亦都係張司長嘅基礎之上呢，我亦都係去即係同各個部門嘅領導主管進行呢個溝通。首先我係要求佢有個服務嘅意識同埋服從大局嘅意識，呢個係最基本嘅，亦都係公共行政嘅倫理。呢個首先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係職務通用能力，包括咗領導力、項目管理、跨部門協調、邏輯思維、公民撰寫同埋溝通技巧。呢個係提升整體嘅行政素質同埋執行力。呢個係第二個方面能力。第三方面能力係專業技術能力，係唔同職系同埋呢個職務嘅需求，設計針對性嘅課程，支援專業深化同埋跨領域嘅呢個整合。所以呢，其實喺呢度呢，就係一個3個基本嘅呢個能力嘅培訓啊。咁另外呢，就係你提到嘅即係其實呢3方面能力，你提到話培訓複合型嘅人才呢，其實就呢度呢3個能力，如果係去培訓的話呢，如果係有一定嘅培訓嘅呢個時數同埋即係相關嘅呢個質量嘅呢個保障呢，呢個複合型人才呢就可以做得到嘅。當然即係我哋仲要跨領域方面嘅呢個調動，使到佢去唔同嘅部門去歷練。使到佢積累唔同嘅跨範疇嘅經驗，呢個係非常緊要嘅。另外你提到就係撤銷非核心嘅服務呢，我舉個例子俾大家聽啊。印務局當然而家合併咗喺法務局啦。印務局以前呢就係涉及到政府 logo 嘅，即係呢方面嘅呢個印刷呢，全部都要印務局嚟印刷嘅。而家呢就係除咗一啲非常重要嘅，一定要政府去印刷嘅呢方面，先交俾呢個法務局嘅即係印刷部門去進行有關印刷，其他交俾市場。我舉呢個簡單例子，所以你好多部門佢做呢樣嘢嘅時候，佢好快捷揾到市場嘅一啲印刷嘅公司就可以印刷得到噶啦。呢個就係提升效率噶啦。黃潔貞議員提到嘅呢個公共行政改革方面，即係對公務員挑戰，呢個係對政府嘅挑戰，亦都係對公務員挑戰。呢個係公務員嘅難題，亦都係公共部門嘅難題。呢個第13斜撇2025行政法規係訂立咗相關嘅規則同埋方向，但係要執行呢個過程係先係困難嘅。呢個係唔容易嘅，長官亦都講咗，呢個係唔容易嘅。呢個需要政府部門攞出勇敢毅力，亦都需要我哋嘅公務員隊伍呢服從大局、服務大局。長官亦都講得好清楚呢，唔涉及到呢個裁員嘅問題、減薪嘅問題，唔涉及呢方面問題，但係會涉及到一啲人員嘅重組、架構重組、人員嘅重置同埋重新分配呢方面嘅情況。你以市政署為例，佢為咗呢個有關嘅重組呢，周主席做咗9場嘅呢個解說，
同即係成個市政處嘅呢個人員進行咗有關解説，同埋呢係重新安置方面，亦都做咗有關嘅呢個安排，亦都係進行有關嘅呢個關懷。咁啊頭先周主席亦都同我講，即使係事後都好，佢都會進行不斷去關懷。有關懷小組去跟進相關嘅工作，呢個係使到公務員呢有冇後顧之憂。當然即係適應新崗位方面，肯定有一啲需要時間，需要即係重新適應。即使我咁樣，我突然之間有保安司嚟到行政服務司，我都要重新適應嘅。我嗰邊嘅工作同呢邊嘅工作都唔同嘅，所以我都要適應嘅，好嘛？咁呢個唔應該有情緒，我一定冇情緒，我一定係全心全意係為呢個行政服務範疇去服務嘅。另外就係關於人員調配不公嘅問題，咁其實呢個呢就係乜嘢叫不公？呢個係用咩標準？如果係從一個大局考慮着想去進行有關嘅呢個調配，咁呢個係其實係毫無疑問啊！所以我要求行政服務範疇嘅所有同事呢，一定係要服從大局、服務大局，以大局着想，有大局觀念啊！咁當然即係部門亦都做好有關嘅安置啊。另外呢，就係對於即係呢個關於人員數量核定數量嘅合理性問題，其實呢個亦都毫無疑問。嗱即係今次嘅呢個呢個13/2025行政法規嗰度呢，其實呢就係有4個原則嘅，入邊規定咗4個原則。其實第一個原則呢就叫即係職能優化職能，優化職能帶嚟嘅就係人員嘅重新嘅調配啊。咁而家長官亦都講咗，即係前2日即係亦都講咗呢，就係由呢個行政公職局呢同埋審計署呢對每個部門嘅人員嘅佈局同埋合理性進行有關嘅審查，而家工作進行當中嘅咁呢個係用一個科學合理嘅一個方式嚟進行有關嘅評估將來一個部門需要幾多人，係需要高級技術員幾多，技術員幾多，技術輔導員幾多，呢個係到時候要客觀嘅標準進行有關嘅評核，同佢工作量去掛鈎，係點樣係使到呢個部門係更加合理，唔會有啲人坐喺度冇嘢做，有啲部門係做死。呢個係非常關鍵，所以優化職能同埋人員嘅合理佈局，呢個亦都係非常重要嘅。對於特別職程嘅呢個調整方面嘅問題呢，其實而家呢就係即係做緊嘅，咁呢就係而家呢最主要呢就係要做一個叫即係研究，即係相關嘅呢個等等下。另外你提到就係關於即係呢個關於優化公務人員職程嗰度提到就係要精細化管理。而家問題我哋而家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咁就係要對現有公職制度作出優化，透過善用調動制度，完善政府人力資源嘅管理同配置，並且係推進呢個跨職程嘅晉升制度研究。頭先你講到呢方面，就係我哋要進行呢方面研究，同埋要進行有關嘅呢個可能要進行立法。立法之後呢，就係會推動即係呢方面，即係點樣去進行呢個跨職程嘅調動。咁當然即係有一個問題呢，就係我哋而家特別職程太多。所以我施政方針入邊亦都睇到呢，就對於特別職程要進行一個優化同評估，係可以唔用特別職程嘅，就要減少特別職程嘅數量，因為特別職程多呢，佢會構成跨部門之間嘅調動係存在一啲障礙同埋難題嘅，所以呢方面會進行有關嘅呢個即係研究，同埋使到我哋嘅呢個橫向調動、跨職程調動呢有空間。同埋可以進行即係呢方面嘅工作。另外呢，亦都可以使到引進其才，才盡其用。咁另外你提到嘅就係關於即係呢個學用考升方面問題，就係要將呢個激勵方面呢係進一步係呢。
呢個其實施政方針入邊都有講嘅嚇，即係我而家要揾一啲資料出嚟啊。一陣我再講，關於就係加強對弱勢公務員嘅支援呢，其實特區政府呢一直係關注基層公務人員嘅生活壓力，推出係多項經濟嘅補助嘅，幫助有實際困難嘅公務人員，即係以前嘅行政服務範疇亦都有即係介紹呢相關嘅情況。咁就係我呢度講下簡單嘅相關嘅一啲措施，就係向低收入220點或者以下基層人員發放非親屬開支嘅補助。安老院嘅院舍嘅補助，嚟減輕相關嘅負擔。如果人員申領咗上述嘅經濟補助之後，你仍然有生活嘅困難，可以再申請每月生活補助。為有需要嘅人員提供心理輔導服務，定期安排體檢，以及係開辦心理健康同埋員工嘅關懷講座。仲有你製作並且公佈你公務人員關懷手冊。仲有呢，就係舉辦各項嘅文娛康體關愛活動同埋促進家庭和諧嘅活動，以豐富公務人員嘅公餘嘅生活。咁其實呢度有好多方面嘅資料呢，因為時間問題，我呢度就唔一一去講。其實我哋相關制度入邊都有公佈嘅，即係乜嘢嘅項目可以發放幾多嘅補助呢個全部都係有嘅。另外呢，你提到嘅就係關於呢個你頭先講嘅關於即係喺呢個學用考生嘅方面嘅問題呢，其實呢就頭先亦都有涉及到呢，就係我哋呢個培訓嘅規劃呢，就要同職涯發展、績效管理同埋晉升機制相連結，形成學用考生一體化嘅發展路徑。呢個就頭先我所講，其實有3個能力嘅培養資源呢，就係要達到呢種學用考生嘅一體化發展嘅路徑。另外你提到嘅架構重整方面嘅問題呢，就係你舉到呢個文化局同體育局咁呢個你睇周邊地區內地又好或者香港又好，就係將文化局、體育局甚至旅遊局係合併嘅。咁我哋而家初步規劃呢，就係將文化局同體育局去進行合併重組。咁但係旅遊局呢，佢本身呢係有個綜合性。澳門嘅旅遊局尤其係如此。因為大家知道呢，澳門嘅旅遊係以旅遊為中心產業嘅一個地區。所以呢，旅遊業佢係有綜合性，同埋呢同經濟活動係密切相關。所以上一屆政府嘅時候，將旅遊局撥歸去經濟財政司，因為佢係賺錢嘅，唔係使錢嘅，所以呢個有呢啲咁樣嘅分別喺度，所以呢個大家要清楚呢樣嘢有個分別喺度。當然即係呢種評估呢，去不斷去進行呢相關嘅呢個有關嘅評估嘅，好嘛？另外呢，就係關於就係市政署方面嘅問題呢，一系列問題，如果有時間上，我再請阿周主席去回應嘅。謝世宏議員提到嘅關於提前退休嘅問題呢，2027年嘅時候引入咗公積金制度。當時呢就係俾公務人員即係原本係退休撫恤制度嘅同時呢可以選擇呢就係可以加入呢個公積金嘅制度，又或者係退休制度，保留退休制度。當時有2000幾名嘅公務人員呢，退休制度嘅人員呢轉入去公積金。咁如果我而家俾人去提早退休，呢個係唔公平嘅。提早退休咁公積金啲人點啊？佢原本就係諗住即係唔夠退休嘅年齡，所以呢就係揀咗公積金。我而家突然之間俾佢話去提前退休，呢個就唔適宜嘅。另外呢就係如果話係提前退休會流失人才其實周邊國家地區呢就基本上都係提升個年齡提升年齡。你而家話俾佢提前退休，呢個同呢個時代亦都唔相符合嘅。咁你話係要即係解決青年嘅呢個失業方面問題，其實澳門嘅呢個就業問題呢就好多途徑可以做。勞工事務局好，政府又好，做到好多呢方面嘅呢個措施嘅。一陣再回應。施家倫議員，多謝主席，多謝司長嘅回應。可能我頭先有啲問題同司長有即係嗰個有少少乜嘢，即係我覺得要拼經濟咧，我哋要招商，穩定透明嘅法律環境咧，係可以幫助我哋企業咧去評估成本收益同埋制定佢哋嘅長遠嘅規劃嘅。咁特別係對一啲跨區域
跨國嘅一啲企業嚟講咧，法律法規唔係咪完善，會直接影響到佢哋嘅佈局決策。咁企業係會優先選擇一啲法律比較友好、更有空間發展嘅去落地嘅。咁所以我哋澳門拼經濟，所以我提出我哋要將來未來要對一啲新興嘅產業咧，要盡快建立一啲彈性、前瞻性、更友善嘅一啲法律法規嚟吸引我哋一啲新興嘅落地嘅。咁另外一個牌照方面咧，其實我理解我哋政府做到好多，包括一站式，過往嘅一站式，我哋係一個部門收件，派晒幾個部門去，之後層層批。未來我想了解嘅就係我哋電子化流程之後，可唔可以3日批到一間企業俾人哋？內地最快嘅時間招商引資最快3個鐘可以批到，咁我哋依家常態化嘅大灣區橫琴3日就可以俾到一個行政牌照人哋，即係我哋嘅公司人哋。咁我哋未來我想問嘅就係話，我哋電子化啦，我哋 M1 同 M8 出咗之後要成個月。人哋嚟投資一聽到成立一間普通嘅公司要成個月，佢都唔夠膽嚟啦，係咪啊？我哋比皆是，依家我哋嘅投資環境，外面嘅嚟投資一聽到哇一個行政牌照批要成幾個月啦，我成本投資落去，我邊個膽嚟投資啊？所以我就係想問嘅，電子化之後係咪3日可以批到一間公司俾人？如果唔係，我哋電子化係同時間。黃捷貞議員。多謝主席，都多謝司長嘅回應嘅。咁就住我提出嘅關於公務人員管理啦、跨職程晉升啦，甚至係一啲部門重整嘅一啲具體嘅問題咧，基本上都回應咗㗎啦。咁都多謝司長。咁反而就係我想跟進嘅咧，就係即係頭先司長都講到嘅，就係要做嗰個跨職程晉升啦，同埋特別職程制度嘅調整啦。的確咧係需存在住一啲問題喺度嘅。咁要司長咧真係好有魄力咧，同埋有決心咧，先至可以做到。咁希望司長咧可以咧通盤去考慮，盡快推出咧有關嘅一個政策啦，同埋喺跨職程制度裏邊咧，如果真係作出一個大動作嘅調整嘅話咧，相信係對年青嘅公務員咧係可以咧係起到一定嘅一個鼓勵嘅作用，同步咧都可以為我哋特區政府咧去儲備人才方面啦，可以培養到咧一批優秀嘅青年啦，同埋優秀嘅年青嘅公務員咧，成為一個階梯式咁樣去漸進啦，去作為未來我哋特區管治團隊裏邊嘅重要一員嘅。咁至於接住落嚟嘅時間咧，都好希望市政署啦可以就住兒童遊樂設施啦同埋街市方面嘅問題咧，都可以作出相應嘅回應。咁特別係喺我後邊嘅幾位同事咧，就住一個街市啦同埋市販管理方面咧，都提出咗唔同嘅一個問題。咁而我頭先嘅問題裏邊，其實都關注到一啲空置攤位咧，未來點樣去更加完善咁樣使用，而又可以平衡到咧喺傳統街市以外嘅一啲經營一啲我哋叫做中小企嘅經營嘅營商環境嘅一啲情況嘅。咁同埋就喺施政報告裏邊咧都提到咧路環街市方面咧都會作出相應嘅調整。咁我呢個唔係追問問題嚟嘅，不過我就可以建議翻呢，就係未來引入呢啲商業功能嘅一啲元素嘅時候咧，可以結合埋咧荔枝碗片區嗰方面啦，同埋係周邊嘅一啲交通配套去作一併嘅思考。所以呢個重整嘅時候咧，跨部門協。謝世王議員。多謝主席。多謝剛才司長對我嘅作出嘅回應嘅。咁而我其他嘅問題呢，希望司長陣間有時間都回應一下嘅。咁而就剛才我嘅內容呢，我想補充講多少少嘅。咁其實要令到特區政府施政呢取得明顯嘅成效呢，咁而達到滿足市民嘅所需嘅，最為關鍵嘅呢，就係根本係擁有健康嘅公務員嘅系統嘅。咁而替代交接呢，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元素。咁而所以希望司長能夠深入去考慮剛才我提出一系列嗰個建議，並就公務員個系統改革做出實際嘅一個行動，咁重新去激活公務員系統嗰個活力嘅，咁亦釋出咧提供平台俾我哋嘅澳門優秀嘅本地嘅青年咧施展抱負嘅嗰個信號嘅。
咁另外咧就剛才第4個問題嘅內容咧，我現時澳門個經營環境係急速變化啦。咁特區政府咧就將街市活化提上議題咧，亦都係證明咗特區政府係意識到有關個問題嘅。咁其實咧現時有好多嘅市民，尤其係有意願投標去活化呢個街市攤位嘅青年咧，向我哋表示街市招標嗰個規劃咧限制過大啊，嚴格咁規定啊，投標人就必須於店鋪出現嘅，讓巡場嘅市政嘅稽查咧就每日簽到。呢一種固化嘅規定咧，嚴重咁影響青年投標嘅意願嘅。因為要明白街市活化，冇人能夠準確咁判斷係咪能夠轉型成功嘅，吸引更多嘅顧客支持生意嘅。咁樣正如行政長官所講，支持青年轉型嘅背道而馳嘅。咁從街市活化嘅同步聯繫上公務人員嘅系統改革嘅問題咧，要吸引更多唔同經歷嘅同青年進入公職咧，提供讓俾佢哋發揮所長嘅機會咧，以及同步建立有效容錯試錯嘅機制。只要上層施政難題解決咧，如果公務員系統能夠更合理嘅不斷吸納呢個新脱青年進入公職嘅話咧，咁借助街市經營嗰個改革，提供公共行政嗰個經驗咧，以促進呢個深層公共行政嗰個改革。何建林議員，多謝主席，多謝司長。之前啲同事太多問題啊，我明嘅，我慢慢再等。我知道跟住好多同事都應該都會問差唔多嘅問題，咁等下一輪司長嘅時間再回答我啲問題。咁但係其實喺呢度咧，因為你未回答我冇得追問啦。咁啊有2個我想再補充一下嘅諮詢組織嗰度咧，其實包括頭先我哋講過文化局同體育局同文化發展基金3個係部門會合併，咁另外有好多唔同嘅部門都會優化，都會合併嘅時候，諮詢組織係咪都會作出更改咧？因為而家體育同文化範疇都有幾個諮詢組織嘅。咁另外咧，因為我自己都做過唔同嘅諮委，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諮詢組織咧，有唔同嘅組成方法嘅，有啲係委任，有啲係有自薦之後委任。亦都有啲咧係透過投票產生嘅，咁未來會唔會係統一翻整個諮詢架構，或者係優化整個諮詢架構嘅組成係點樣做？咁呢個係都想睇下司長未來一陣會唔會有機會答。另外都係針對翻街市，其實街市活化，我哋之前見過水上街市又好，紅街市又好，活化完之後，其實真係裝修翻、整翻靚之後，俾翻原有嘅營運者入翻去。咁呢個模式同埋嚟緊去引進新嘅文創或者係新嘅餐飲嘅模式，成本效益嗰個活化嘅成本同埋未來點樣去做，同埋對周邊地方嘅影響，呢啲係咪會更加深嘅一個評估先去考慮嚟緊台沙同埋筷子基嘅活化方案呢？因為真正嘅消費模式其實係好大改變啦，而家咁我哋街市未來嘅佈點係要幾多個街市先滿足澳門嘅需求？未來經營嘅情況係點樣？我相信都希望司長可以遲啲有機會再解答嘅。多謝。劉志毅議員，多謝主席。多謝司長好詳細咁樣回應咗其他同事嘅問題，但係好似未回應過我啲幾條問題。明白嘅時間關係咧，咁我呢度咧就追問就唔追問啦。咁補充一條咧，就係頭先時間關係咧未有提到嘅。因為亦都好多市民咧就希望咧就喺跨境政務服務嗰度咧，希望叫我問一問咧就司長範疇入邊咧，會唔會即係喺跨境政務嗰度咧，會唔會咧係引入呢個或者引進同廣東省嗰邊咧係溝通去協調咧，引進粵澳兩地牌嘅自助服務一體機？咁依家咧即係兩地牌嘅好多啊，同埋每年咧嗰個批文續期啊，咁依家有啲一體機喺珠海嗰度嘅，咁又好方便嘅。咁會唔會進一步咁引入嚟喺我哋有個嘅市民服務中心嗰度咧，可以方便一下我哋澳門呢邊嘅一啲市民啊？咁我就補充一條問題啫。多謝主席。各位議員要留意執委會派俾大家嘅今日議事嘅嗰個規則，就係第2輪嘅大家追問呢，就係跟進第1輪已經提出嘅問題再追問。都理解，因為呢時間嘅關係，司長係第1輪20分鐘呢，未必有時間，未必肯定冇時間答晒5位議員咁多個問題。
有一啲議員嘅問題你未達到呢，都唔應該再增加問題。如果咁話問題不斷增加呢，咁司長嗰度答嗰個所要涉及嘅問題就越嚟越多嘅，好嘛？所以呢，到時反而交俾司長嗰度，議員呢應該係做司長回應翻之前第一輪議員跟進嘅問題。如果司長有時間同埋其實都係留意到有啲議員問啲問題呢，其實都係關聯嘅。咁我諗司長後續嘅回答嗰陣時都會涉及到嘅。咁啊，交俾黃司長。多謝主席，多謝頭先5位議員嘅呢個再追問，亦都有啲提出新嘅問題嚇。咁就頭先謝世華議員提到嘅關於處長級即係官職呢個有關嘅培訓方面問題，就話上級未能安排報讀。咁呢個呢就我就冇收到呢方面嘅信息。咁其實呢就每一個人佢本身即係嗰個表現好定唔好，上級係有發言權嘅。咁而家即使而家嘅制度都係咁樣，將來制度都係咁樣。我諗全世界都係咁樣，上級對下級嘅評核同埋表現方面嘅一個監察，呢個係毫無疑問嘅。咁當然係上級嚟乜嘢，但係上級仲有上級啊嘛。處長以上仲有廳級，廳級以上仲有局級嘅，咁佢都互相監察嘅。呢種監察嘅過程其實呢就係確保呢種合理性。仲有一個客觀標準啊嘛，佢有評分噶嘛。咁呢個評分其實呢就係一個客觀嘅標準嚟嘅，嗱就唔係話呢個處長去讀或者要讀呢個處長課程，咁廳長話晒事，局長唔知道，咁甚至司長都要知道嘅。其實司長都要審一下，即係邊個可以讀，邊個唔可以讀㗎。即係呢個係有客觀標準喺度嘅。另外你提到嘅話，公務員招聘唔透明，即係呢個公平性有問題，你又冇實際例子，邊啲係唔公平，邊啲係唔透明？其實我哋每一個招聘都有嚴格嘅法律程序，呢個程序係有法律明確規定嘅，而且呢係有監察部門去監察佢。譬如講，司長去審查有關嘅呢個招聘嘅時候，佢都要睇㗎。個顧問都要睇過冇問題，我先批佢出去進行有關嘅招聘。個程序係一開始已經列咗出嚟嘅，所以你話係唔公平、唔透明喺邊度？請你提出例子，好嘛？另外呢，就係關於街市活化方面問題呢，一陣即係有時間請周主席再回應。另外呢，就係關於呢個何敬麟議員提到嘅關於跨部門嘅協調機制方面嘅問題呢，其實呢就係行政長官呢就係設立咗唔同跨範疇嘅領導同埋工作組，形成上下協調、橫向合作、高效協同嘅呢個運作機制，強化高層嘅領導同埋跨部門嘅統籌協調嘅。咁各小組呢已經按自身嘅職能推動相關工作，以公共行政改革領導小組同埋統籌協調小組為例，圍繞公共行政改革重點領域訂定總體部署，着力推進精簡職能架構、人員管理、深化電子政務等一系列工作。頭先我所解釋到嘅呢個相關嘅所有嘅呢啲改革，都係去呢個小組嘅統籌之下去開展嘅。呢一年當中，從年初到而家，一系列嘅呢個即係呢個工作都係咁樣去開展嘅。所以其實呢度呢就係其實係好明顯係跨部門嘅協調機制呢係好成熟，亦都係高效嘅。當然即係我哋小組嘅呢個統籌人。有當然呢個係長官統籌嘅，但係呢亦都有行政法務司司長統籌，有運輸工務司司長統籌嘅。呢個統籌嘅力度係要大，而且呢係要跟進監察嘅機制去進行有關嘅呢個工作。如果唔係呢，你就會即係好似以前咁樣停喺度，跟住呢就係有個形式，但係就冇實效嘅。呢個係非常緊要嘅。另外你提到嘅關於呢個人員績效嘅嗰度施政報告嘅，要將市民佢本身嘅呢個意見納入去政府嘅公共部門嘅績效評估，作為一個要素。呢個我哋而家研究緊即係相關嘅呢種政策，希望呢能夠立法去
即係做一個相關嘅技術嘅支援，亦都係使到服務市民係更加係聽取市民意見基礎之上呢，係能夠達到即係要達到嘅目的，亦都回應市民嘅訴求。另外呢，就係呢個諮詢組織嘅管理方面呢，其實就呢個第13次2025號呢個行政法規入邊，亦都除咗公共部門嘅呢個規範公共部門之外呢，仲有自治基金，仲有諮詢組織、項目組等等，都喺呢入邊都有規定嘅。時間問題我就唔詳細講。我記得係23、24條係講諮詢組織嘅，所以你睇呢個23、24條呢，好清晰嘅。點佢同而家有咩唔同就清楚㗎啦啊！唔係同而家，同以前有咩唔同？同以前有咩唔同？因為呢個行政法規已經生效咗啦嘛。另外你提到就話呢個參照，即係呢個飲食場所嘅呢個法案，即係有啲乜嘢係可以再開展嘅。其實而家仲有一個法案係推動緊嘅，就叫特定業務嘅規管制度。呢個呢叫特。係啊，呢個呢就會今年之內就會提交相關法案嘅，係應該就係今個月底，今個月底應該搞得掂啊，就係今個月底會提交嘅啊。另外呢，就係依家係做咗嘅送咗去立法會嘅，譬如講廣告法、私營醫療機構業務法等等，其實呢啲都係充分係即係呢個放管服嘅改革嘅一個成果嚟㗎。將來嘅不斷嘅其他嘅相關行業嘅呢個工作都會去開展嘅。另外呢，就係關於活化街市方面問題，一直都係請市政署周主席橫琴嘅項目相關問題，收購嘅項目嘅標準，因為呢個工作呢就唔係即係行政法務範疇去開展嘅。當然即係你講8月份，咁我而家手頭冇呢方面嘅資料，好嘛？你可以問問戴司長，好嘛？唔該晒。柳志毅議員提到嘅加快呢個放管服改革，話我呢個施政報告少咗加快2個詞，咁其實5個範疇都係按照行政長官嘅施政方針作為一個指導同埋藍本。你唔使加快，即使唔死都好都要做嘅。所以你唔係話加快唔加快，我加快就唔，如果唔使加快就唔加快，呢個唔係嘅咁樣嘅嚇。另外你講到嘅就係關於放管服嘅呢個內涵方面問題，其實呢個呢就已經係講咗呢個即係施政報告已經講咗啦。就係以緊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改革理念。咁所以呢，就係亦都係即係對風險程度較低嘅呢個經濟活動取消行政審批嘅制度規管。譬如講美容院、理髮店、髮型屋、健身院、健美院、蒸汽浴室、洗衣店、同埋即係呢個保齡球室，即係呢個係可以符合公共安全同埋衞生健康條件之下呢，嗰個有關嘅程序呢，可以揀就揀，可以免就免，可以即係取消就取消，係咁樣嘅呢一個理念啊。另外呢，就係關於跨職程嗰度影響士氣，頭先我哋回應咗，其實就係按照呢個方向去推展嘅啊。咁另外你提到就係話嗰個關於跨職程晉升嗰度係點樣做？其實而家你就係研究緊相關嘅呢個制度，而家研究緊。如果需要立法嘅時候，我進行有關嘅立法。咁亦都會加入一個獨立審核嘅呢個第三方，即係公職局作為第三方係提供意見嘅。咁將來即係呢個制度建立之後呢，去執行方面呢，公職局係作為一個主管部門係進行有關嘅呢個工作。咁當然你提到嘅差異化方面問題，毫無疑問係有啲差異嘅。譬如講有啲係特別職程，譬如講我舉個例子，司警局佢係刑事偵查，你冇可能去市政署調一個人做刑事偵查啊嘛，做唔到㗎，係嘛？又或者揾一個做工程嘅人去做刑事偵查，呢個冇可能嘅。差異化係毫無疑問嘅，所以要尊重呢種差異化嘅呢個前提條件之下呢，係揾到個最大公約數，可以跨範疇調動嘅，
可以做嘅盡量做，所以要減少特別職情。呢個係咁樣。另外呢，就係呢個擴展跨境服務政務方面嘅問題呢，其實呢個依家呢就係一直係做緊嘅。其實而家好多方面嘅成果，時間問題我就唔講。但係而家我哋同內地又好，同香港又好，而家磋商緊去進行有關嘅呢個即係呢個研究嘅。如果可以的話呢，我盡量加快呢方面嘅呢個工作。另外呢，就係我再回覆翻阿施家倫議員提到嘅話，3天可唔可以批一間公司？其實我哋去呢房管服嘅呢個當中，尤其係呢個飲食場所嗰度，我喺呢度有介紹過，2日就得，唔係3日。你講3日，我又講2日就得，就唔使工程，唔使其他嘅呢個條件嘅情況之下，我2日呢個材料齊全情況之下，2日搞掂，所以比你講嘅3日仲少1日。好嘛？所以呢個情況你再睇翻，其實好多嘢係有講咗嘅。陳沛宇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大家早上好。咁啊，首先都祝各位咧就工作順利啊。咁啊，順便都祝翻我自己工作順利先，因為咧就作為一個新任1個月05日嘅議員咧，要準備咁認真嘅一個嘅施政辯論咧，對我嚟講都係相當之重嘅一個任務。咁所以可能請司長入各位官員都見諒，因為可能我一陣間嘅問題戴翻頂帽先，等陣就係一陣間問題可能係基於我嘅理解唔全面啊，或者係對於嗰個問題情況掌握都係基於一個施政方針裏邊嘅內容300幾頁嘅一個資料去提出個問題。咁但係我覺得提出呢啲問題都好嘅，因為好似同樣係以我一個嘅理解不全面呢，又或者係市民大眾啊，對於政府對於喺未來1年一個施政嘅工作內容裏邊嘅一個嘅理解呢，係能夠有一個機會呢，係讓司長以及官員呢能夠去更加清晰咁樣去展述呢，究竟政府嘅準備係點樣。咁所以我問題呢，首先第一個就係圍繞住公共部門個架構重組呢一度嘅時間規劃以及安排。咁當然頭先已經有一啲嘅同事係問過相關嘅問題。咁但係對於明年度嗰個施政報告裏邊呢，係提出咗呢都以3年為一個目標去完成所有部門嘅一個檢視啦。未來公共部門嘅數量將精簡到47個。咁我呢度我想問問司長，喺未來3年，除咗已經係清晰咗嘅會去重組嘅呢啲部門之外，咁將會繼續係以一個點樣一啲嘅原則呢，或者係優先順序呢，去推動其餘嘅一啲嘅組織架構嘅重組。咁喺整個嘅組織架構重組工作裏邊呢，有冇估算過呢？總共將會涉及係幾多嘅人員？當然頭先司長有介紹過啦，譬如好似市政處嘅重組啊，咁譬如好似周主席佢哋都會去關懷相關涉及人員。咁但係其實有冇一啲專責嘅部門或者一啲嘅小組係真係會去跟進翻受影響人員嘅對於佢哋適應崗位嘅輔助啊？佢哋喺心理或者情緒輔導方面嘅等等嘅方面嘅工作呢？其實點解我會咁樣去提出嘅？其實同我頭先一開始開場白都有少少關係，就係事前究竟我哋有幾多嘅部門嘅人員係預先係有做好咗心理準備，係預計咗我係會準備會受影響，呢個係重要。事終去到嗱，我冇司長咁強大嘅心理啊，就係我琴晚準備呢個我都瞓唔着覺咧。你去到已經係進入咗新嘅崗位裏邊嘅時候，我哋嘅新受影響嘅呢啲嘅公職人員，我哋係點樣去適應呢個崗位？而事後其實每一次完成咗一啲咁樣嘅重組之後，喺事後究竟我哋嘅每一個其實都係一個事例，佢究竟係會成為一個好嘅事例定係一個唔好嘅事例，都係影響住之後其他嘅一啲嘅重組嘅工作去繼續進行。呢啲喺我過去我自己參與喺工會裏邊嘅工作裏面呢，都經常遇到一啲咁嘅狀況，就係究竟一啲嘅重組工作人員對於即係受影響嘅人員對於呢一種嘅變化嘅一個接受程度，呢個係好重要。所以雖然喺公共行政嘅範疇裏邊，你有提及到有對於公務人員一個關懷，但係對於一個整個嘅公共行政個重組呢一件咁重要嘅事情呢，我就暫時冇睇得到話喺呢一度呢比較有特別嘅一個篇幅
係關於對於公務人員嘅一個關懷或者一個嘅跟進。咁所以呢一度呢，係我嘅第一個嘅問題啦。咁喺第二方面呢，係關於電子政務方面嘅。咁喺本澳呢一個嘅我哋嘅電子政務都發展得比較迅速啦。喺便民便商方面其實做得比較好嘅。一戶通呢，而家已經接近有成480個嘅服務啦。咁雙社通推出唔夠2年都有180項嘅服務。咁社會對呢一個嘅發展係持有一個肯定嘅態度，亦都係政府繼續去豐富呢啲咁嘅功能。咁喺一戶通啦，亦都即將推出一個3.0嘅當中講到話有加入一個智能化元素啊，咁更加便民。咁呢度我想請教司長，喺原有基礎上面，呢個所謂一戶通嘅3.0嘅建設，其實有啲咩具體嘅目標？1.0嘅就由0到即係由冇到有啦。2.0係一啲功能優化，3.0究竟係一個點樣嘅具體嘅目標？佢嘅側重係究竟係一個智能化嘅一個嘅加強，例如係建立一啲智能體啊，定係集中喺一啲流程，特別係一啲跨部門嘅流程方面嘅一啲嘅工作呢？咁另外一個呢，就希望我都比較有興趣就係當中會介紹可唔可以再介紹一下關於你哋一啲叫做一件事集成服務呢一個概念，點樣去整體去推進嘅？咁第3方面個問題呢，都係同一個諮詢組織方面嘅檢討呢。我呢度想提一提嘅就係諮詢組織嘅優化工作有啲乜嘢嘅進展呢？現時設有36個諮詢組織，如果按照上述嘅原則呢，未來諮詢組織嘅規模將會設定係點樣嘅？咁呢度另外我都想提一提一個問題，就係無論係諮詢組織又好啦，又或者係呢個施政裏邊都有提及到話會係做一個嘅市民嘅意見嘅處理平台，呢個都係收集市民意見一個好嘅一個方式，無論諮詢組織或者市民意見平台。咁作為議會，作為我哋都同樣係民意嘅一個代表嘅話，未來作為議員方面又有冇乜嘢嘅渠道可以更加方便可以去取得剛剛所提到呢2個嘅平台所收集到一啲資訊，以協助我哋能夠更加好去做到一個嘅參政議席嘅一個嘅工作嘅。另外一方面呢，我都想提一提咧，關於公務人員嗰個國情同埋國家安全教育嗰度嘅，喺個施政嘅內容裏邊提及到呢，喺今年1月到8月呢，就圍繞住呢啲嘅國家安全呢，就合共培訓個人次超過600人。咁我呢度覺得個人數上面呢係比較少嘅。因為司長喺引介裏邊都提及過啦，公務人員參加咗今年嘅立法會選舉，對於推動我哋社會整體去參與一個嘅我哋嘅政治大事，都係起咗好大作用。咁未來點樣可以更加加強呢一方面去發揮公務人員嘅一個作用呢？呢個係我嘅一個嘅問題。下一個嘅問題呢，關於一個嘅政府一個使用美化嘅整潔工作組嘅。咁呢一度呢，我想特別提出呢，就關於呢個工作組裏邊呢，有冇呢去關注一啲嘅叫做喺市區裏邊，我哋各區都仍然見到一啲殘缺嘅，譬如一啲嘅天線方面一啲嘅處理工作，有好多呢啲我哋嘅天線其實見得到咧，已經係好多年前颱風遺留落嚟一啲嘅問題嘅，可能對行人啦，或者係我哋甚至一啲嘅道路駕駛者都會形成住一個潛在嘅危險，亦都係影響住我哋使用啊等等各方面嘅整潔。咁我喺個內容上面呢，就未有見到一個嘅情況。咁最後一個問題呢，就關於黑沙青年活動體驗營裏邊嘅。咁我希望咧想了解一下整個體驗營呢一個設計呢，能夠點樣呢係可以去繼續去連通翻原有周邊嘅一啲設施，例如海灘啦，甚至係原生呢一個黑沙村等等嘅社區咧，令到呢一個新嘅一個體驗營呢，能夠輻射到整個社區，係發揮更大嘅作用嘅。多謝。高雲真議員，多謝主席。司長、行政法務範疇嘅官員，大家早上好。行政法務範疇呢，作為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嘅關鍵力量呢，喺深化公共行政改革、提升公共服務方面呢，肩負咗重要嘅使命嘅。提升特區治理效能呢，已經確立成為2026年行政法務範疇嘅核心施政目標。本屆特區政府呢，以加強統籌協調、深化公共行政改革為施政重點，通過強化
統籌協調機制設立咗14個小組、工作組以及係專班嘅。咁而喺行政法務範疇咧，主要負責咧係關於頭先阿司長講過啦，係公共行政改革統籌小組啦、法律統籌工作組啦及使用美化嘅工作組嘅。透過明確分工、高效協同咧，構建起橫向聯動、縱向貫通嘅高效行政體系，為推進特區治理現代化咧提供堅實嘅體制嘅保障嘅。而喺職能架構重整方面咧，特區政府咧係從精簡內部架構、優化職能配置、推動整合等3個方面咧，去系統去推進部門嘅改革啦。通過制定咧第13齊劃2025號嘅行政法規咧，去推動咧政府組織嘅架構重組啦。大家都知道咧，已經完成咗人務局併入法務局啦，以及係開始重組嗰個公職局、市政署以及財政局等首階段嘅精改架構嘅一個工作。並且咧係將行政會嘅秘書處歸咗去政府總部事務局咧去跟進支援嘅，標誌咗行政改革咧進入咗一個新嘅階段嘅。咁而言呢，係現時需要咧，我哋繼續去正視翻咧，關於係推動行政改革進程當中咧所存在嘅深層次嘅挑戰嘅問題嘅，包括咗係職能重組、責任分工等問題、跨部門協作等問題，要更加理順。特別係關注到咧社會咧係對於嗰個改革方面咧嘅態勢，或者係嗰個社情民意方面嘅一啲嘅事情。近年都知道啦，就有啲嘅謠言係出現咗啦。我哋當然係認為咧，呢啲謠言係應該要去以正視聽嘅，但係咧都可能需要去正視翻謠言背後所隱含住嘅一啲嘅深層次，或者係對於係公務員啦或者社會咧嘅一啲嘅考慮嘅。而喺電子政務方面呢，係都取得咗重要嘅成效啦。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就短短2個月嘅時間，喺施政報告裡面同埋頭先司長所講緊嘅施政報告嘅8月底，去到頭先司長所講嘅10月底咧，電子政務上面咧都已經係有所進步嘅。一戶通裏面咧嘅開立嘅戶口嘅帳戶次數咧，已經係由8月底嘅66萬去到而家嘅67萬，升咗係1.5% 啦。以及係嗰個功能咧，就去到479項電子政務咧，係提升咗1.7%。而喺雙社通開戶人數咧，更升咗去2萬咧，5.2% 提升。及服務咧係去到154項，提升咗13%。即係2個月當中咧，呢啲電子政務嘅一啲嘅使用人數咧，以及係功能咧，都已經係大幅增加。仲而證明咗咧，就係社會對於電子政務或者係對於呢個嘅推動嗰個叫做便利化咧，係有所去認同嘅。咁但係當然咧，我哋更加需要去繼續去進一步正視咧，除咗係便民之外咧，政府與政府部門之間嘅數據聯通嘅一個嘅情況係需要有待加強。並且電子政務嘅服務咧係需要係進一步去提升，以符合咧市民咧對於電子政務嘅需求嘅一個嘅需要嘅。咁啊，我近日咧都用咗好多時間嘅一個使用一戶通啦，都發覺裡面嘅功能係非常之多。咁但係咧就可能都對於嘅數量咁多嘅功能裡面點樣去統一理順，又或者係對於有對象性使用客戶性上面咧，便利佢哋去查找佢哋嘅風文啦，呢個係更加進一步去深化去思考嘅。而最後一方面咧，就係話我哋留意到咧，係近日咧喺嗰個韓國國營嘅資料中心，喺今年9月份咧就發生咗嚴重嘅火災。由於咧缺乏完備嘅備份系統咧，導致20萬嘅公務員存儲嘅雲端嘅工作資料咧全部損失咗，並且造成咗647項政府線上服務嘅功能咧係停止運作咗。呢場嘅災難咧向全世界去釋出明確嘅警示，即使咧信息安全或者係數據備份咧係治理水平嘅關鍵要素嘅，咁啊需要進一步去防範嘅。針對以上嘅問題咧，我想同司長咧以及係你嘅團隊咧，去進一步去進行一啲嘅交流，並希望咧司長咧喺下面3個方面咧，同我哋去進一步嘅分享嘅。包括咗係第一方面咧，就係話特區政府喺第13齊劃2025號行政法規、公共行政、公共部門及實體設置及組織架構一般進程當中咧，確立咗政府組織架構嘅框架。跟住咧，能否介紹一下咧日後咧重整嘅一個嘅工作嘅進度啦，以及係下一個階段嘅一個計劃嘅時間表或者相應嘅步調嘅，如何去確保咧部門重整嘅過程當中咧嘅職能咧嘅過渡嘅平穩，以及咧讓到人員咧係能夠去安心嘅。而第二個方面咧就係話，特區政府喺未來深化電子政務嘅方面建設方面咧，係有邊一啲嘅部署或者係具體嘅一啲嘅思路咧？特別喺硬件設施方面，例如係雲計算中心、備份數據中心、
以及係網絡升級等方面呢，係提供相應嘅配套，有啲咩嘅規劃，以確保咧電子政務發展能夠具備可靠啦，以及係技術支援嘅一個嘅基礎，而更加能夠去貼近到市民嘅服務嘅所需嘅。而第三個方面呢，就係話喺韓國國營資料中心發生火災之後呢，暴露咗一啲備份或者電子政務嘅備份啦，或者係應急機制不足嘅一啲嘅情況，導致有嚴重嘅後果嘅。澳門嘅行政當局呢，係當前係咪有吸納到相應嘅韓國政府嘅慘痛嘅經驗呢？為咗本澳嘅電子政務雲計算中心呢，制定一啲相應嘅故障呢，以及係重大災難方面嘅應急預案嘅機制，又或者係一啲數據備份嘅措施等長遠具有深刻意義嘅有韌性嘅建設嘅計劃呢？我嘅今日嘅問題係咁多，多謝晒。李煥光議員。唔該，主席。司長閣下同埋各位官員，我有4方面嘅問題咧，係想同大家溝通交流下。其中第一方面呢，就係行政長官咧喺2026年嘅施政報告嘅前言，同埋係築牢國家安全屏障、維護社會大局穩定章節中咧，昆明國咁樣指出咗，要強化行政同埋立法之間嘅良性互動，並以此作為提升特區治理效能嘅關鍵嘅支撐。報告進一步將持續加強統籌立法、健全特區法律體系列為年度嘅施政重點，並確提出要編制2027年中期立法規劃，健全與立法會嘅立法協同機制，並有序咁落實涉及國家安全、經濟安全、民生保障等重點領域嘅年度立法項目。回顧行政長官在與第8屆立法會全體會員聚會時，亦都曾經指出，特區政府高度重視與立法會嘅進一步密切溝通，提升澳門特區嘅治理能力同埋效能。這一表態與基本法所確立嘅行政主導、立法與行政相互配合嘅政治體制係一脈相承。亦為新一屆立法會任期嘅政府同埋立法會嘅關係奠定咗積極嘅基調。然而，要將這一良好嘅意願轉化為具體嘅成效社會期待看到更制度化或者一啲落實嘅安排。咁喺上述嘅背景下請問司長，特區政府將如何強化行政同埋立法嘅良性互動同埋溝通嘅協作，共同推進特區法制嘅建設，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有力嘅法治保障。另外，特區政府致力加強和完善立法統籌嘅工作，喺今年2月設立咗由行政法務司牽頭嘅法律統籌工作組，可否請司長亦都介紹一下相關工作組嘅工作嘅成效？第二方面嘅事宜係我想談嘅就係現時係尤其係今年高空雜物係長期困擾咗我哋本澳多區居民嘅一啲城市嘅痼疾。呢種嘅行為不僅隨意拋棄嗰個垃圾，影響公共嘅衛生，更因其高度嘅不可預測性同埋衝擊力對行人、車輛嘅生命安全同埋財產嘅構成咗嚴重且現實嘅威脅。社會輿論普遍認為其性質惡劣。事實上，有不同區份嘅居民亦都反映，區內經常出現咗高空雜物嘅現象，不僅對人嘅安全構成咗威脅，甚至在同一棟大廈嘅附近一啲咁嘅露天嘅車位亦會發生相同車位嘅車主嘅車係反覆遭受到高空雜物嘅困擾。然而根據現行法例若高空雜物未造成實際嘅傷亡同埋損毀如果依照地方總規章按照一般嘅亂拋垃圾行為處理只係得600蚊嘅處罰。這一處罰力度同行為嘅潛在嘅巨大嘅社會危害性係嚴重不匹配，阻嚇力亦都係明顯嘅不足，導致到部分人心存僥倖係屢禁不止。這亦都與2026年施政報告中強調的優化社區環境、保障市民安全宜居嘅生活嘅目標係存在差距。為此請問司長現時對於打擊高空雜物嘅行為
特區政府有關檢討同埋修法工作進度如何？會否考慮提升相關嘅處罰金額，以加強阻嚇力？有否研究將高空雜物係獨立刑事化？第三方面嘅事宜呢，就係我想談嘅就係2026年施政報告裏邊喺健全食安監管機制、推動跨境溯源聯動嘅專項工作中呢，明確提出全面優化食品安全嘅監督工作，具體包括係訂定更針對性一啲監督嘅指標，開展行業專項監察，尤其係針對啲高風險嘅行業，以及係推進食品安全巡查嘅電子化。事實上，今年澳門接連發生咗本地桶裝飲用水質量問題嘅食安事件，引起社會高度擔憂。食安無小事，必須嚴格監管。桶裝飲用水作為直接飲用嘅產品，其質量安全係不容忽視。這些事件顯示出本澳在食品生產源頭管控、加工環節嘅衛生標準嘅執行，以及針對特定風險食品嘅持續監管機制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啲提升嘅環節。為此請問司長針對上述事件暴露出嘅問題是否已制定咗規範食品生產、加工等環節嘅行業指引？針對本澳嘅桶裝飲用水嘅食安問題，有關當局會否加強嗰個監管同埋抽檢嘅力度，避免同類事件嘅發生？最後一方面嘅我想談及就係喺2026年嗰個施政報告裏邊亦都提及到積極拓展跨境政務服務同埋構建澳琴一體化嘅發展新格局等重點嘅工作中，明確要求提升報關清關嘅效率，並推動於雙社通嘅辦理，報關清關一件事。同時，在更高水平對外開放、融入國家大戰嘅作業中，亦都將更好發揮和拓展中葡平台功能作為核心，支持企業拓展市場。喺此戰略下澳門食品憑藉澳門製造嘅優質安全口碑正係開拓內地嘅市場本澳食品憑藉優質嘅安全口碑喺內地具有一定嘅潛力。近年行政法務司與海關總署相繼簽署咗嗰個關於輸內地澳門製造食品安全監管嘅合作安排，同埋關於澳門輸內地肉製品檢疫同埋獸醫衛生紀律等合作文件，助力澳門嘅食品係進入內地嘅市場。這些協議為澳門嘅食品，特別係過去准入條件嚴格嘅肉製品打開咗進入內地市場嘅關鍵嘅通道，係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嘅重要嘅舉措。社會關注這些政策嘅紅利是否已有效轉化為澳門企業嘅實際出口嘅業績，同時為持續優化通關嘅環境。今年新推出嘅一碼通嘅監管模式，這被視為係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嘅關鍵創新嘅。一碼通嘅監管模式正係利用數字化手段提升咗通關效率嘅具體嘅實踐。為此，請問司長喺2020年嘅合作安排嘅框架下，目前獲得內地備案資格在本澳食品嘅企業同埋食品嘅數量有多少？喺2023年肉製品備忘錄實施之後，有多少肉製品企業獲得海關總署嘅批准嘅註冊？另外，針對今年新推出嘅一碼通嘅監管模式，其運作機制係怎樣？是否真正簡化企業申報嘅手續，同埋提升到嗰個通關嘅效率？我嘅問題咁多，多謝。林倫偉議員，多謝主席。尊敬嘅司長、各位官員，大家好。行政法務範疇就涵蓋咗公共行政、法務、市政服務同埋橫琴合作區嘅建設等多方面啦。咁啊橫向跨度就極廣嘅，咁啊有賴行政法務範疇嘅各位員工嘅努力。咁今日想同司長探討幾個問題。咁第一個就係本地法律人員嘅專業發展狀況。咁啊近年特區政府係持續加強本地法律同埋司法人才嘅培訓力度啦。咁喺施政報告、喺施政方針裏面都講到啦，改革培訓體系精準培訓，全面提升公務員嘅素質同埋施政能力。咁頭先都提到無論係司法範疇或者唔係司法範疇公務員嘅培訓裏面都係以國情國策，即係嗰個家國情懷啦、國家安全為首要考慮。呢樣嘢我係非常之認同司長講嘅。咁講翻法律範疇嗰方面法律同埋司法培訓中心已經全面檢視有關嘅課程內容，以問題為導向，
結合法律嘅案例咧，係加強嗰個法律人員嘅實務操作能力。咁呢方面嚟講，我覺得咧就向政府、向社會咧輸出咗個正面嘅訊息。咁啊，但係咧行政法務範疇同埋司法工作咧，我哋知道一向咧嗰個需求咧都係非常之高。本地嘅法律人才嘅培育啦、職涯嘅銜接同埋長遠規劃咧，一直係受到社會嘅關注。咁所以呢度咧，我想同司長咧討論有關幾個問題。咁主要都係關於咧嗰個法律人才發展嘅長遠部署啦，佢嘅需求評估同埋個人員吸納方面嘅。咁有3個問題，一個就係司法同埋行政法務嘅工作繁重咧。請問政府咧有冇計劃咧係就未來嗰5年啦或者10年咧有個規劃，去針對本澳嘅司法人才同埋行政法務人才嘅需求咧係作出一個系統性嘅評估。咁包括咗法官啦、檢察官啦、技術員啦同埋司法文員咧唔同層級嘅人力結構。咁預計個缺口啦同埋個退休潮影響啦同埋個補充規模咁。因為知道咧有一部分嘅法律人員咧，基本上佢哋喺回歸之後咧一齊入職嘅，咁可能佢哋又係相同時間咧就會達到退休年齡。咁呢方面政府有冇考慮呢？第二樣嘢咧就有居民咧喺電台嗰度咧向我哋反映咧，佢嘅孩子啊係富葡計劃學生嚟嘅。咁喺修讀完學位課程翻嚟之後咧，面對一個法律學位人員揾工難呢個問題。咁但係當然啦，之前長官都講過啦，我哋而家面對工作嘅時候咧，應該都係先就業後擇業啦。咁但係佢讀過法律培訓課程，跟住好似係碩士咧，咁其實都有一個對法律有認識嘅學生啦。如果佢旁落喺其他嘅工作單位上面咧，的確係一個人才上面嘅一個損失。咁所以咧呢度咧想問下政府咧，當局喺未來嘅法律人員嘅吸納進修同埋培訓方面咧，除咗早前提及嘅各個措施之外咧，會唔會更建立一個完善嘅持續進修嘅制度？例如專業認證、跨部門嘅專案實務訓練等，同埋咧而家我哋同大灣區非常之密切聯繫啦，會否建立一個大灣區嘅法律制度交流嘅長效機制，去調整法律隊伍嘅人才嘅專業化水平，同埋創造一個更加寬廣嘅一個行業環境？第3個問題咧，就想問一問司長啦。就關於嗰個非高等教育啦，面對行政法務人才嘅延續同埋法律人員嘅需求咧，請問呢政府會唔會同教育部門，主要係指教青局啦，協調制定中長期嘅法律人才規劃，包括從中學嘅職涯規劃啦，到大學嘅法律培育啦，以及實習制度、公務員嘅法律體系等職涯銜接方面呢，建立一條呢係職涯加培育加實習，最後進入法律職系嘅人才通道。因為如果有一個比較明確嘅一個指引嘅話呢，我諗學生喺規劃佢自己未來嘅發展嘅時候呢，都會比較清晰。因為之前已經講咗，譬如師範啊、醫療啊，咁呢啲呢已經可能面對人才飽和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司長可唔可以喺呢個場合裏面向一啲即將畢業嘅學生呢提一提呢方面嘅一個可持續嘅一個發展？第2方面呢，就想同司長講講政府諮詢組織優化呢個問題啦。咁前面都有啲同事都提及過。咁呢度呢，我哋講其實呢個今次嘅施政報告裏面呢，推出咗公共行政改革啦，其中更廣泛聽取民意、完善決策支撐機制呢係核心嘅方向。咁啊，我哋非常之認同啦，因為社會上面呢，我哋講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我哋多聽市民嘅意見呢，對我哋嗰個喺嗰個行政方面嚟講咧，非常之重要。咁行政法務範疇咧，其實咧呢度頭先梁沛宇議員都講過啦，將會喺2026年咧推出咗一個全新嘅統一嘅意見處理平台啦，結合咗大模型同埋語音轉文字嘅人工智慧技術咧，可以大大方便咗咧官方嘅一個回應同埋一個整理。因為好多市民咧可能佢都中意留言提出一啲意見。咁呢啲留言呢，而家嘅科技手段呢，其實基本上嗰個識別率都好高㗎啦，就可以將佢變成文字，方便處理啊，同埋方便喺唔同部門裏面嘅傳遞咧。咁喺收集意見嘅同時呢，亦可以強化咗呢一個諮詢組織咁喺個運作。因為施政報告裏面都講咗啦，當局咧係正結合公共行政架構嘅重整啦，以公共行政改革諮詢委員會作為一個範例咧，去推出一個整合，鞏固一個恒常化、制度化同埋吸納民意嘅基礎。咁我哋政府推出嘅諮詢架構咧，其實都非常之多。咁社會上面咧一直都非常之關注呢個諮詢組織嘅。咁但係咧都會有人提出咗咧，而家啲諮詢組織咧，其實佢哋良莠不齊、參差不全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可能有啲職能會重疊啦。
即係唔同嘅叫法，但係同一個範疇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運作方式不一啦，有啲咧就每週開會、每月開會，有啲就每年開一次會。甚至乎有啲咧係可能去到年半先開一次會，咁其實嗰啲等於係有啲人名存實亡㗎啦，即係委員等開會都等到頸都長埋都未開會，咁所以呢啲咧其實咧都可能咧需要司長咧開始咧從整個方面，咁所以咧呢度有兩方面想問一問司長。咁第一個就係理順政府諮詢架構嘅職能定位，喺呢方面嚟講，如何係能夠做到一個統一？請問司長，當局會否全面檢視現有嘅諮詢組織嘅架構同埋職能，並進一步理順其分工同埋定位，使其喺公共政策形成嘅過程中能夠發揮更具體、更有效嘅作用？最後一個問題呢，就係喺完善政府嘅諮詢組織嘅集體運作嘅標準同埋透明方面呢，目前有啲諮詢組織呢，佢哋喺議程預先通知、召集方式、開會頻次同埋資訊公開程度上面呢，我啱講過呢，可能係有啲參差嘅，導致委員呢好難以作充分嘅準備，即係有時開會呢冇資料俾佢哋嘅，去到先至有資料，咁委員係好難即時有啲發揮，同時影響咗公眾對諮詢組織嘅信任度。請問司長，當局能否呢係研製一個統一嘅運作指引？咁例如議程前發布嘅時間規範啦、會議召集嘅流程啦，同埋基本會議嘅頻率要求，去提升嗰個諮詢組織嘅一個透明度同埋一致性，令到委員呢能夠更有效咁樣反映民意。咁我個問題係咁多，多謝司長。呂以榮議員。多謝主席。黃司長、各位官員、各位議員同事，大家早晨。咁今日咧，首先想同黃司長交流嘅咧，就係動物保護啦，同埋一個動物友善城市嘅建設嘅。咁隨住近年呢，我哋澳門居民飼養動物嘅一個觀念嘅轉變啦，咁都見到咧越嚟越多嘅澳門嘅居民呢係會選擇飼養動物，咁呢個數量係不斷上升嘅，咁令到澳門嘅社會咧都慢慢形成咗一種動物友善嘅一種風氣同埋需求。咁隨住咧動物保護法咧已經生效近10年啦，咁我哋澳門咧喺寵物友善城市嘅建設工作上面咧都做咗一定嘅成效嘅，咁但係亦都有唔少嘅意見啦，同埋市民同我哋反映啦，都希望喺公共設施同埋喺政策規範上面咧作出進一步嘅優化。咁特別係咧而家咧我哋喺戶外寵物嘅呢一個運動嘅場地咧個需求咧都係相當高嘅。咁而家咧澳門咧我哋有17個留狗區域啦，咁但係咧部分嘅留狗區咧都係空間比較狹窄，同埋咧我哋見到一個設施簡陋啦，同埋亦都係衛生情況欠佳嘅。咁更加係有一啲留狗區咧會設置喺比較繁忙嘅街道旁邊，咁係唔方便咧我哋嘅市民咧係留狗。咁因此咧亦都想問下我哋市政署啦，未來咧會唔會喺就住系統咁樣去優化而家我哋嘅留狗區啦，同埋區內嘅一個設施，咁探索更多係寵物友善啦、人寵共融嘅相處方式。咁例如咧會唔會考慮咧而家喺我哋嘅馬場北大馬路灘塗整治啦，同埋而家剛剛推出嘅南岸海濱綠廊2期等嘅項目咧，入邊去增建更多面積更大嘅設備比較完善嘅寵物互動嘅設施嚟到滿足居民嘅需要啦。咁而另一方面咧，而家澳門嘅餐廳咧係冇呢一個禁止寵物進入嘅一個禁令嘅，咁所以亦都想問下當局未來會唔會就住相關咧向我哋政府業界啦，同埋咧就係通過咧今年年底咧將會重新推出嘅露天茶座牌照嘅計劃，去制定相關嘅衛生標準啦，同埋指引，咁亦都係提出相應嘅友善措施，咁係鼓勵更多餐飲場所啦，或者商場去申請成為寵物友善嘅一啲嘅場所，亦都能夠為我哋咧後續能夠去設製造更多嘅一啲新嘅消費場景嘅。咁而另一方面呢，就係喺我哋虐待動物方面啦。咁近年亦都見到一啲不幸嘅事件，亦都時有發生。咁特別喺我哋動物保護法當中，其實咧保護動物都係我哋立法目的嚟嘅。咁但係亦都知道咧，早前其實亦都係有一啲相關受害嘅一啲寵物嘅飼養嘅居民咧，都係向我哋嘅團隊反映，就係而家動物保護法當中咧有關虐待動物嘅刑罰咧，其實僅僅只係喺動物受到一啲嚴重嘅肢體嘅或者殘缺方面嘅傷害啦，或者失去重要器官啦，或者死亡嘅時候咧，先至會有條件去入罪嘅。咁所以咧，亦都想問下咧，當局會唔會未來考慮咧檢討動物保護法相關嘅內容，針對唔同程度嘅虐待動物嘅行為咧，係予以呢一個適當嘅一個罰則，係以完善我哋相關嘅法律嘅阻嚇嘅制度嘅。咁所以亦都係想問翻啦，咁係喺我哋嘅呢個動物保護法當中，咁亦都有一啲明確嘅一啲嘅處罰啦，就係包括
括就係我哋有一啲罰則啦。咁而家咧，我哋喺相關部門入邊跟進懷疑虐待動物同埋係執行處罰嘅情況同埋流程係點樣嘅。咁而至今咧有幾多相關嘅呢啲嘅行為同埋處罰咧係執行到呢個處罰嘅個案咧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就係流浪動物啦，咁亦都係社會關注嘅問題嚟嘅。咁過去咧，咁市政署一直都係提倡 TNA 啦，即係捕捉啦、絕育啦，同埋呢個開放領養嚟到解決流浪動物嘅問題。咁但係根據相關嘅資料咧，就係2024年咧，我哋知道咧獲得呢個即係捕獲嘅已經係有近1000隻嘅貓狗啦。咁比起2023年其實都係有嘅大幅增加。咁而喺今年啦，我哋首3季咧已經係有840隻啦。咁所以亦都又想問翻當局，你有冇評估一啲相關嘅原因？就係原來而家我哋嘅 TNA 嘅措施咧嘅成效啦，同埋過去咧其實亦都有提到咧係會重啟 TNR 嘅一個試點。咁但係可能而家咧仲係未有一個相關嘅重啟嘅計劃。咁想問下下一步嘅計劃啦，同埋咧就係未來就住相關嘅呢個措施會唔會去諮詢我哋社會嘅意見呢？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嚟嘅。咁而第二個呢，亦都係想就住食安嘅問題，咁亦都想再同司長交流。咁剛才都有議員都提到食安嘅問題啦。咁我亦都關注到呢，其實今個月呢都係有2間學校呢，喺嘅學生啦、師生咧喺食用咗同一個外判商嘅供應嘅食物之後呢，係出現集體腸胃不適嘅情況。咁呢個事件都係引起我哋家長高度關注嘅。咁我哋都知道咧，而家呢，即係其實隨住我哋嘅室溫越嚟越高啦，咁喺食材啦、製作過程啦，同埋喺運輸當中，如果係唔嚴謹嘅話咧，就會好容易出現一啲食安嘅問題㗎啦。咁所以咧，都想問下司長，就係未來咧喺加強我哋即係一般嘅食店嘅巡查之外，會唔會都會增加啲突擊嘅巡查啦？就住我哋嘅食品供應商一啲嘅巡查嘅頻率。咁另外咧，就係我哋知道咧，市政署每年都會舉辦一啲嘅食安培訓嘅基礎班啦、進階班啦。咁而家嘅報讀嘅情況係點樣？咁同埋會唔會就住咧曾經出現食安問題嘅呢啲經營者咧，要求有個硬性報讀嘅情況咧？咁而另一方面啊，就係咧近年我哋都因為我哋嘅購物習慣啦，咁新鮮嘅電商啦、餐飲外賣啦、直播帶貨都成為咗我哋新嘅一啲嘅業態，係非常普及。咁但係同時亦都反映咗咧，我哋食物安全嘅問題，亦都係面臨咗新嘅狀況、新嘅挑戰嘅。咁針對住咧，而家我哋喺施政報告當中都會提出係會持續全面檢視食物安全嘅指引。咁但係事實上咧，喺食品安全法入邊本身咧係冇專門針對我哋呢一個網購食物嘅安全咧，係呢個風險係有具體嘅條文嘅。咁所以亦都想問下咧，就住呢個食物安全法喺2013年公布到而家，咁會唔會就住我哋而家新嘅呢啲嘅購買嘅網上嘅食品啊等等咧，去就一啲嘅修法？咁例如就係監管翻我哋一啲跨境嘅我哋一個經營當中，如果出現一啲責任嘅歸咎啦、消費者糾紛嘅問題咧，去進行進一步嘅規範嘅。咁我今日暫時我哋係呢個2個問題。好多謝司長。現在休息15分鐘。